大家平安，欢迎来参加第133回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今仔日咱阁邀请到洪俊元先生，倒来甲咱分享，台湾的自媒体的商业模式。伊是原识嘉宾频道的即个主持人。伊2礼拜前来甲咱论坛，甲咱分享世界冠军的台湾嘉宾咱 YouTube 甲做出去了后比咱其他的即个节目有明显即个收视率有加真济啦今仔日咱过来听看伊咧经营即个原始咖啡甲伊替其他的非营利机构也好，还是讲商业机构也好，所做的遮个用自媒体来咧广告活动，还是讲广告产品也好的经验请大家期待好，无咱俊元，咱就请你来开始好。好，大家好，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会当搁一次来遮甲大家分享我的经验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自媒体自媒体是我即马咧做嘛是真重要的一个工课啦因为我即马主要咧做的就是甲一寡嘉宾的影片放伫咧 YouTube 顶悬YouTube 就是即马大家可能较有听过一个自媒体我今日有做 PowerPoint 等下大家会当来看我即马先来甲大家介绍一下自媒体即马大家较常看到的一寡算讲平台啦第一个就是 YouTube 伊是一个算讲发展已经真完整的一个平台另外就是 Podcast Podcast 到即马来讲嘛是已经发展了真完整啦YouTube 是较是有影片的部分影片的一个平台若讲 Podcast 来讲伊就是较是声音声音的一个平台若是以传统媒体来讲YouTube 就较像这个电视台Podcast 就较亲像这个广播电台的这个感觉啦但是即马 YouTube 甲 Podcast 拢是伫咧网络顶悬当然因的操作的方式就甲传统的媒体就无啥共所以咱即马讲自媒体就是讲你毋免去受这个传统媒体限制，你家己就会当做媒体你会当甲你想要讲的，你想要互大家看到的影片有一个所在，你会当甲藏起哩所以每一个人拢会当是做一个媒体所以即马大家讲的这个自媒体，就是你家己就是一个媒体除了即马看到较侪人咧使用的这个 YouTube 甲 Podcast 其实大家嘛定常看到Facebook IG 甚至 TikTok 这嘛是真侪人咧使用但是这几个平台伊较毋是单纯的这个媒体平台伊是较一个社群的一个软体啦，就是讲伊毋单单是讲我甲我的创作放起哩，互大家看到这个平台嘛拢有这个功能啦，就是讲像 Facebook 顶悬，你嘛是会当甲你的影片放起哩，互大家看伊有这个功能，但是伊较大的功能是因为 Facebook 顶悬通常你有你的朋友伫顶悬所以咱讲迄是一个社交的软体你伫顶悬会当交朋友可能伊迄个放起来的物件较亲像是你甲你朋友，你想要互你朋友看的物件甲你放伫 YouTube 可能你是要互社会大众来看，感觉会无啥共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这几个平台拢是会当放影片起哩但是放影片的这个内容其实也无啥相共所以若是讲伫咧网络顶悬要经营那通常会建议讲你爱伫无共款的平台顶悬爱放无共款的内容起哩你无啥适合讲我用共款一个物件放伫每一个所在因为以即马来讲这每一个这个平台咧使用的
这个人吼，伊的这个年龄吼啊，伊的这个兴趣吼，可能拢无啥相共。啊，你若是共款一套物件，放伫所有的所在，可能都有的所在反应可能会袂歹，但是可能有的平台伊的反应都会较歹，因为都较袂下迄个所在族群的人咧看，所以若是真正要认真来经营这个自媒体各平台的，遮的这个算讲网络顶悬，这经营者，伊都要去思考讲每一个平台伊的这个重点伫啥物所在，啊。Facebook 即马咧使用者吼，伊的这个年龄层是较悬一丝啦，即马是较少年的人可能较无伫这个 Facebook 来使用但是呢，这个 Facebook 即马会当讲是消费力上悬的一个平台因为虽然伊毋是少年的人去的但是少年人其实伊的消费力颠倒较无遐悬啦啊，即马若是已经有一寡有这个消费能力的人啊，伊伫 Facebook 顶悬，一定都会看到有人咧可能直播啊，咧伫顶悬放一寡咧卖物件啊，是啥物广告伫咧这个平台即马反应颠倒是上好的所以有的人讲啊，你即马这个少年人拢无爱看 Facebook 啊，是毋是 Facebook 你莫经营啊其实。你若是做生理来讲即摆来讲 ，Facebook 嘛是真重要的一个平台已经是有足侪有消费力的人伫顶悬所以颠倒你若是主要要卖物件的人，你都爱甲你的主力爱放伫即个所在。啊，但是你想要甲少年的人来做一寡宣传还是沟通，你都爱放伫咧 IG。即摆台湾的即个少年人较侪是用 IG 啊，即马 IG 伊是一个主要以图片为主的一个平台啦就是都放一寡相片起哩啊，可能写简单的几个字因为即马的较少年的人已经无迄个耐心去看足侪文字的物件啦拢是有一个简单的图互伊安尼看过，都了解是上好所以就转来我头拄讲的你若是伫 Facebook 顶悬可能你要宣传共一项物件你会当用较侪即个文字啊，写互较清楚咧啊，再配一寡图互大家去看。但是你若是要伫 IG 顶悬来宣传共一个物件，你可能就要变做以图较侪甚至甲一件代志用简单的几张图来甲表达出来啊，文字的部分较少一丝这变做是 IG 这边的操作的方式啊，伫台湾其实嘛是有人较爱即个单纯的用文字的即个平台那是较早可能10年前有一个叫做 BBS 伊就是完全用文字来操作的即个平台啊，上大一个站叫做 PTT 这是呆因创立的一个站啊，若较早伫咧即个政治大家定去听到讲有一寡讨论的时阵啊，有真侪人拢讲是对即个PTT 遐去看到的啊，迄是早期啦啊，但是尾啊，因为咧使用 PTT 的人已经即个嘛是拢迄个年纪较大啦所以慢慢即马较少年的人可能毋是伫 PTT 咧用。啊，伊就转来去 IG 这个新的一个平台叫做 Threads 啊，因为这 Threads 较歹念啦，台湾的这个少年人伊拢念这个叫做串叫做脆就是安尼较简单的念啊，伊这顶悬就是拢较单纯用文字咧做一寡伊可能讲伊要写的物件啊，像即届的这个立法院来去抗议的这个青鸟行动都足侪消息都是拢伫这个册顶悬来去看到所以这嘛是即马你若是要甲这少年一辈要来做一寡宣传来讲，其实是爱伫这个平台即马是较侪人咧看啊，另外就是讲伫这个 TikTok 啊 ，TikTok 都是中国的这个抖音的国际版所以伫台湾看到的是国际版的这个 TikTok。啊，若是中国看的是抖音这个无啥讲啊，但是台湾即马嘛是有真侪即个少年人爱看即个 TikTok 的内容
但是 TikTok 伊较是娱乐方面的啦吼，伊做短影片，啊是做较娱乐的内容互大家看哦。啊，但是因为即马即个短影片吼，伊会做去吸引着人吼，一个一个一直看落去哦。啊，所以即马足侪平台，包括 YouTube、包括 Facebook、包括 IG。哦，因为伊看到 TikTok 这个短影片真成功，哦，所以即马遮个平台大家拢有推出伊个短影片的这个功能，吼，像 YouTube 就是有一个 Shorts， 啊，像迄个 IG 就是有一个 Reels， 这嘛是种专门咧互大家放较短影片起哩，哦，啊，所以即马各个这个平台拢有去做这短影片的内容，哦，啊，过来上尾有这叫做直播的平台，哦。啊，像他拄仔讲的遮吼，可能 YouTube 加 Podcast 吼，较属于这是创作者，伊做一个作品啊，放起哩，吼啊，互大家有时间就会当去看。哦，啊，若像 Facebook、IG 哦，还是讲 TikTok， 有做多人用法是讲，嘛是甲我最近呢，哦，发生啥物代志？哦，比如讲你甚至去食啥物餐厅好食，啊你去啥物所在好耍，啊你就会当甲迄个相片放起哩。也是翕一个短影片放起哩，互你的朋友知影，吼。啊，但是若是直播的平台，就是讲伊都拢是做直播，吼，就是像咱即马吼，我讲话，大家随时有听到的即款方式。啊，即款方式伊就是会当更较直接，互足侪人听到，啊，上紧的方式，吼。啊，而且佫有即个会当直播主甲观众会当直接来互动。哦，啊，甚至观众会当直接岛内互遮的这个主播，哦，啊，所以这是另外一款的这个互动的方式，啊嘛是有因的收入，哦，啊，所以即马伫咧自媒体顶悬啊，吼有真济，有真济无共款方式的遮的这个操作，哦，啊，我先简单做这个介绍，吼，啊，刷落来我主要是会以 YouTube。哦，这个平台来做一个介绍，因为 YouTube 即马可能是发展上完整的一个平台，啊，伊个规个商业模式也是讲咧看的人，哦，拢是真悬，哦，啊，伊即马吼，伊个管理，哦，管理嘛是做了算讲真好啦，吼，啊，管理有分几个部分，吼，第一个是讲伊个版权的这个管理是真好，吼，所以。你若是包括较早音乐，吼，也是讲影片，吼，也是讲电影等等的，啊，你若是别人吼用你的即个物件，吼，啊，你有伫 YouTube 顶悬，你已经先藏起哩啊，吼，那是有别人偷偷用你的物件要甲你讲，啊 YouTube 主动会甲伊通知，啊，伊嘛甲你通知，吼，啊，你若是感觉讲伊侵犯着你的权利，啊。YouTube 会当甲伊的影片，互伊封起来，吼，所以伊伫即个管理上，吼是做了袂歹。啊，另外一个就是讲，有当时咱咧看网络影片，吼，尤其是你若是有囡仔咧看，啊，你嘛是烦恼讲伊敢会看咧跳一寡吼较无好的内容，吼，可能这暴力的啊，还是这色情的吼，较歹的内容走出来。啊，这部分 YouTube 嘛拢有做一寡管理，吼，所以。伊甚至有互囡仔专门咧看的一寡内容，啊，你若是有较细汉囡仔，你惊讲伊去看到一寡较无好的内容的时阵，你会当互伊看，囡仔吼专门咧看迄区，啊，伊就较袂有即个问题，吼，啊，佫有伊的观众数吼，是即摆来讲是真悬啦，吼，伊伫咧 YouTube 顶悬，吼，就是逐个月吼有去使用的人，吼已经有超过10亿。哦，11个人，哦，每个月拢去使用，哦，所以已经算讲全世界啦，吼，真大部分的人可能拢有去用，哦，啊，若是伫台湾来讲，吼，伊每个月吼会去哩看的人，吼，已经有超过，吼，要应该讲要接近2000万人啦，吼，所以几乎会当讲是，逐个人拢有机会去 YouTube 看到影片，啊，过来就是讲伊的这个。后台，吼，伊个分析来讲嘛是真完整，哦，所以会当互经营者会当透过哦，这个后台这个数字会当看到讲伊遮个内容，哦，啊，观众的反应是安怎，啊，大家看到哦是虾米人来看，哦，还是讲伊伫虾米时间看，哦，还是讲
伊是伫咧全世界倒位人来看，吼，顶顶有足侪会当拢来做一个分析，啊，嘛会当互大家即个算讲未来，吼，即个频道要安怎来做一个计划，吼，拢有真好的参考，吼，所以即摆算讲 YouTube 顶悬吼已经发展了真完整，吼，再来就是讲伊的即个商业模式吼，嘛是已经足完整的啦，吼。第一个就是讲伊有广告，吼，伊即个广告就是讲，大家若是看 YouTube， 啊，你若是无加入因的会员，哦，可能你要看影片，点落了后，伊走出来是一个广告，啊，有伊的广告有的是你可能看5秒就会当跳过，啊是讲你爱互伊看30秒，伊才会结束，啊，你才会当看影片，这都是伊有广告，啊，这个广告的钱，吼，伊有一部分都会分互这个影片的创作者，好，所以这个影片的创作者甲影片团的这个 YouTube 顶悬，伊是有机会会当分到这个广告费，哦，所以伊就会有一个收入，好，所以若是这个观看的数字愈悬，啊，伊会当分到的这个钱，吼，就会当愈侪。啊，第二个就是讲，一般吼，咱讲业配啦，吼，业配其实嘛是广告的一种，吼，但是因为这个自媒体吼，一般甲这个传统媒体无啥共吼，可能传统媒体伊会较直接讲这就是广告，但是自媒体伊就一般咱惯势来讲是讲业配吼，啊，业配的意思就叫做业务配合，吼，业务配合，啊，其实就是咧广告啦，吼，就是讲我这个影片内底。我可能插一个即个物件，吼，啊，我可能本来我有一个主题，吼，但是内底我会插一个，吼，来讲即个产品，吼，袂歹，吼，啊，推荐互伊个观众去买，啊，这都是其实就是广告啦，但是一般咱伫自媒体来讲，这是讲业配，啊，这就即边都是即个广告主，吼，毋是透过 YouTube 即个平台来买广告，伊是直接来找创作者，吼，啊，甲伊合作。啊，这个广告费就完全直接互这个创作者，哦，所以这个创作者嘛是有一个收入，哦。啊，第三个就是讲 YouTube 即摆有开一个会员，哦，啊，啥做要用会员的方式，就是讲因为有的人，哦，像我家己做原始的咖啡这个频道吼，我都无爱做业配，哦，因为我感觉讲，因为我若是收厂商的钱，啊，要来做一个影片，我都无法度真公正的来。讲我想要讲的代志，哦，所以我就感觉我无爱收迄个厂商的广告，哦，啊，但是你若是无收厂商的广告的时阵，迄个收入其实是真少啦，哦，啊，所以有的即个观众，哦，伊就愿意讲买 YouTube 的会员，哦，啊，买 YouTube 的会员有两个好处啦，吼，第一个好处就是讲，你是会员，你咧看影片的时阵就无广告啊。哦，就无 YouTube 的广告，所以我害怕讲，你若点影片，哦，你会跳一个广告，广告看了你这样看影片，这就是一般，毋是会员是这个状况。但是你若是会员，你点你要看影片，伊就会跳出来，哦，伊拢袂插广告入面。啊，所以定义就是讲，你付这个会员的费用，你就会当毋免去看广告，哦，啊，你看影片，伊 YouTube 这个平台嘛会甲一部分，其实是真少啦，吼，但是。伊会分一丝啊，互遮的创作者，啊，所以这个创作者伊若是可能伊无想要吼，伊的这个算讲伊的创作的内容啊，吼，去受到伤济这个广告的干扰，伊无爱遮业配来讲，伊嘛是有一个机会去收到这个会员或者这个费用，吼，啊，佮第二个就是讲，因为有的这个内容吼，可能较有。争议啦，吼，可能也是讲，可能有一寡即 YouTube 因会烦恼讲，遮个内容吼，可能会引起一寡人的无爽快，所以伊嘛是会甲即个影片吼做一个限制，就是讲，伊即款影片叫做黄标啦，吼，黄色的标就代表讲有即个影片伊的广告量，吼 YouTube 的广告量就变足低，吼。啊，广告量变足低的时阵，就会代表讲，伊这个创作者就无法度为 YouTube 这个平台去收到广告费哦。但是这个时阵，伊若是伊的观众有真大的比例是有买会员的人，啊，伊嘛是有机会会当互伊去得到一个收入哦。啊，另外我头仔讲的是 YouTube 这个平台的会员嘛吼，
啊，另外有一个更较直接的，就是讲即马若是较大的，吼，伊 YouTube 就有一个规定啦，吼，你超过一个订阅数的人，你就会当开你频道家己的会员，吼，你会当设定讲，比如讲一个月75块台票，吼，还是讲100块台票，甚至有的人开较悬顶级的，当讲一个月3000块台票，我来甲你买这个会员，吼，等于我定期咧甲你支持的意思。哦，所以伊嘛是观众会当直接来支持这个算讲频道主啦，吼，这个创作者，哦，啊，中度较袂去受到可能别个厂商啦，还是讲 YouTube 这个平台政策影响，啊，你若是有真济，或者伊的观众是直接支持这个创作者来讲，伊就会当更较自由的去讲伊想要讲的代志，吼，因为一般来讲，你也是要靠，比如讲你靠这个广告啦，吼，所以这嘛是最近大家发现讲，会足济这个 YouTuber 吼，拢唔敢讲政治啦，吼。啊，现在做安尼就是讲，因为政治若是吵吵闹闹，啊，你若是讲我支持一边，啊，你就得失另外一边，啊，当然伊的收入就会减真济嘛，哦，所以即马有的人就是讲，我直接来支持哦。这个创作者啊，伊就免烦恼遐济啊，哦，因为伊的收入若有够，伊就会当伊爱讲啥就讲啥，哦，所以即马除了讲是靠 YouTube 这个平台，哦，伊的一寡广告，还是讲靠厂商，即马嘛有真侪人是靠伊的观众直接甲支持，哦，互伊去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安尼伊的创作就会更较自由，更较无受到限制，哦，啊，另外一个就是叫做这个。导购啦吼，这个导购就是讲，可能我即马来广告一个物件，吼，啊，若较早可能较常看到的，就是讲我单纯替你广告，吼，啊，我收一个广告费，啊，你这个广告结束，你卖济还是卖少，吼，就我收的钱拢是相共的，吼，但是即马有另外一款配合方式，就是讲我甲你是用这个可能讲来规划一个商品。哦，啊来合作，啊我来广告这个商品，啊到时你看你卖偌济，哦，比如讲你若卖100万，啊我若是抽3成，安尼我就摕到30万，哦，当用安尼来合作，啊所以安尼方式就是若是观众甲支持，伊买物件买较济，安尼伊收到的钱都会更较济，哦，啊若是安尼操作，伊感觉会使，有诶这个创作者甚至伊都直接来做伊家己的产品。啊，家己来卖，哦，安尼伊赚的就会当更较济，哦，所以即马伫咧这个 YouTuber 吼，伊的收入来讲，已经有足侪种的来源，哦，啊，所以每一款的 YouTuber 会当依照伊这个频道的形态来选择一个伊上适合的方式来做伊的主要的收入，哦，所以安尼嘛是较好的一个状况，就是讲有的这个创作者吼，伊若是完全靠YouTube 的这个广告，哦，伊可能就会真大程度去受到 YouTube 的限制。啊，伊若 YouTube 无介意的内容，啊，伊的收入就会有真大影响。啊，就造成讲伊要讲的话，还是伊要做的内容，哦，都会拢会去偏向讲，哦，是某一个方向啊，哦，啊，所以即马伫咧网络顶悬吼，其实是有较侪机会，哦，这个创作者会当照伊家己爱讲的，哦，爱做的来做，哦。啊，另外一个就是讲 YouTube， 因为伊是甲 Google， 伊是算讲是 Google 下骹的公司嘛，吼，所以伊有 Google 的资源，哦，包括讲你若是伫咧网络顶悬，哦，要找物件，哦，啊，上大的这个搜寻引擎，哦，就是 Google， 我相信这大家拢知影，哦，但是即马吼世界上第2大的这个搜寻引擎，哦。啊，有的人拢会想讲是毋是吼，像咧雅虎啊，还是啥物，哦，想着做这嘛吼。其实即马若是要讲第2大的这个搜寻引擎来讲，是 YouTube 哦。即马真侪人咧 YouTube 顶悬咧找物件，已经毋是讲我要找一寡啥物好笑的啦、娱乐的啦，伊真侪啥物代志，伊想无，还是讲伊想要学的时阵，伊就会去 YouTube 顶悬去查，哦，啊，可能就跳出来。哦，像我家己是咧做这个咖啡的内容，啊，有的人想要学讲安怎来哦冲咖啡，伊可能就会去 YouTube 顶悬，
伊就会去吹，伊吹就会跳我的影片出来，伊就会看我的影片去学，所以伊即马 YouTube 顶悬的影片是非常非常济啦，大家即马嘛有即个习惯，就是讲伊若想要找啥物物件，想要了解啥物物件，已经无一定是伫 Google 找，伊即马真侪人嘛会去 YouTube 顶悬找，但是咧，不管伊是伫 Google 找，还是伫 YouTube 顶悬找，其实伊是相通的啦，因为即马你若是伫 Google 顶悬伊咧要找啥物物件，你会发现讲伊跳出来若是较早啦可能3当前还是5当前，你会发现伊出来的即个内容也是以即个一般的即个网站还是新闻还是文字还是较早有即款即个部落格遮个物件的内容为主但是即2当来讲你会发现讲你找啥物物件，伊 Google 出来的物件有真侪都是影片YouTube 的影片就直接跳出来，你若点入去，伊就走去 YouTube 所以伊即2个即马是算讲结合了真密啦所以伊会嘛甲真侪Google 顶悬的使用者，伊会甲引导来 YouTube 顶悬所以即马已经有真侪即个使用者伫咧即个平台顶悬所以伊即马其实主要因想要做的代志，就是要互观众有一个较好的即个观看的体验啦即马因拢是即个用电脑咱讲演算法啦，就是讲因有写一个即个演算法伊拢会去看讲你伫咧网络顶悬你看啥物物件YouTube 顶悬你看啥物影片伊就会去看讲你对啥物有兴趣后摆咧伊就会推荐你去看类似的物件所以有真侪人讲我可能本来我这手机要看只是要看一个要看一个我要看的物件，结果你开始看落了看1点钟2点钟拢看袂煞啦你嘛讲足奇怪是安怎伊一直跳出来遮影片你拢足想要去甲看落因为这都是 YouTube 甲 Google 伊拢会去记录讲你即马伫咧网络顶悬咧做啥物动作，看啥物物件你看过的物件因就会去算其实即马足红的这 AI 嘛因其实都是一直去学去算去看讲这个使用者伊爱啥物物件对伊有兴趣后摆我就会更较推送这个伊可能爱看的物件互你到尾你若是一直看看到尾你会发现讲即马有一句话啦讲可能你家己拢无足了解你爱看啥但是 YouTube 比你更较了解你爱看啥，伊拢会甲你爱看的送互你看所以你本来是想讲我可能看一个3分钟还是5分钟的影片，看了我就要来休困结果看来看1点钟2点钟拢袂煞安尼就是因为伊拢是有咧计算遮每一个使用者因所爱的物件继续因为我来分享一寡就是若要经营 YouTube 这个频道需要有一寡美角啦其实这是一个足大的题目，我无法度一概完全拢讲但是我为几个较简单的点甲大家来分享若是大家有兴趣要来经营这个 YouTube 的频道的时阵会当看讲你是不是伫咧这几个较重要的点有去符合到YouTube 因较爱的第一个就是讲你若是做这个频道你就爱较内容啦爱较集中因为你若是每一集这个内容无一个共通性啦拢完全无同的内容的时阵会变做讲你这集有来看的人原本 YouTube 可能会想讲你对这个频道的内容有兴趣后摆这个频道有新的影片的时阵伊可能就会出现到伊伫推荐的所在互你看卖但是一个使用者因为这个频道伊若内容拢无共的时阵伊看第一支影片可能是伊爱的，但是第二支影片伊就无兴趣的时阵伊这 YouTube 内底这演算法伊就会看奇怪伊这个频道的第2支影片送互几个人看，大家拢无爱看的时阵伊就会感觉讲是毋是这支影片无好看，大家无爱看，所以伊就无爱甲这个影片佮继续去送互别人到尾这个频道若是有新的影片出来，因为 YouTube 伊就感觉讲这个频道的这个影片大家无爱看，伊就无主动去互别人看
伫咧网络顶悬吼，因为即马大家讲自媒体嘛，吼，就是大家拢会当翕影片，大家拢会当放放入去 YouTube 顶悬吼。啊，像即马嘛做侪人做这个电商嘛，吼，伫网络顶悬咧卖物件，啊，你嘛是会当做一个网站，啊，甲你的商品放起哩，吼，这大家即马咧做拢做简单，啊，成本嘛真低，吼，甚至是免钱的，哦，但是咧，这甲传统的开店，若是讲传统的媒体无啥共，就是你若是无透过遮像 YouTube 的系统，甲你的影片推荐互别人看的时阵，根本无人知影有一个影片伫咧这个所在。哦，啊像开店嘛是，哦，若较早你开钱租一个店面伫路边，上少拢嘛有这个过路的人，哦，这个过路客，啊，伊拢看讲，这有一间新的店，哦，啊，来看卖，哦，伊有一个自然的这个广告的效果嘛，啊，都有一寡人客就入去看。但是你若是做一个网站，放伫咧网络顶悬，啊，你放做一个商品伫顶悬，但是你完全无去做宣传的时阵，根本无人知影，才有一个所在咧卖物件，哦，所以卖物件效果就会无好。啊，所以伊即马就是爱有即个系统，哦来推荐，哦别人看，别人看到你有即个影片，还是看到你有即间店是真重要的代志，哦。好，啊，第二个就是讲，伊的即个题目，吼，甲伊的图的设计是足重要的，吼，因为延续头拄仔讲的吼，你若是有人看过你第一支影片，啊 YouTube 会试讲甲你的第二支影片嘛送互别人看，但是别人袂随看到你影片的内容，哦，伊第一个看到的是你迄个题目，哦，甲你的图，啊，所以你的题目甲图爱会当吸引到人去看。哦，若无 YouTube 其实有替你宣传，吼，甲你的即个题目甲图互别人看到啊。但是你可能一直出现，但是因为你的即个题目甲图无设计过，啊，互别人讲，都过去啊。伊无想要点入去看的时阵，安尼伊的即个效果就会变较歹。啊，共款，你若是几啊改，吼，即个系统已经想讲啊，我互你做一个机会啊，我替你广告做一改啊，但是观众拢无兴趣点入去看，啊尾啊伊即个演算法就会感觉讲，啊你即个影片吼，可能大家无兴趣，啊以后伊就拢无爱甲这影片去推荐互别人看，啊可能即个影片的内容是做精彩、做好的，但是无去看的人根本毋知，吼，大家要来看讲是毋是要来看这影片，有真大的部分拢是因为看到这个图，看到这个题目，啊伊若有兴趣才会入去，吼，所以这个题目甲即个图的设计是非常重要，吼。啊，第三个就是讲，若是已经固定有真侪人吼开始会来看的时阵，啊，可能就有人会来即下骹吼会留言讲啊，伊看了感觉安怎吼啊，即个时阵，即个一个频道的经营者吼，即创作者，伊都爱甲伊有一寡互动啊，甲回应啊，有人若问问题，啊，伊都要回答，吼，安尼看的人才会感觉讲，这有哦，这个经营者吼是真认真啊！我若问问题，伊就会回应的时阵，伊就会更较愿意继续来看哦。啊，伊可能就会订阅哦啊，这个通知拍开哦，这拢是对这个频道的经营有真大的好处啦哦。啊，我用这3点吼，我先举一寡例吼，互大家看一下吼。以我家己的经验啦吼。我先互大家看，我频道内底算即个观看数袂歹一支影片，就是即支吼叫做煎节瓜啦吼。哦，因为节瓜我台语较毋知影要安怎讲吼。煎节瓜吼，这是我真早期吼翕的影片吼，因为我做完成即个频道吼，足早期上应该一开始的时阵，是我真正有一间店吼，叫嘛是叫完成。啊，我即间店内底咧有放真侪拢是台湾哦，即个较好的物件，我想要甲台湾好的物件介绍互大家。啊，所以不只是一个咖啡店，哦嘛是一个餐厅哦。所以我当开始咧做即个 YouTube 的影片的时阵，我就想讲，甲我餐厅内底有用到的物件哦啊，不管是咖啡也是料理，我拢甲翕做影片啊，甲大家分享。啊，所以一开始吼有即个煎节瓜即支影片哦，反应都袂歹，哦反应袂歹。啊，大家会当看到讲伊有38万解的即个观看的数字吼。啊，因为即个影片吼来订阅的人吼有
1600个人，哦，这干那一支影片就吸引着1600个人，哦，啊，伊的收益，哦，这575块是美金，吼，所以嘛是袂歹，吼，一支影片都有安尼的收入，啊，看起来吼，这支影片是真成功，吼，袂歹一支影片，哦，但是到尾啊，吼，我的频道已经慢慢发现讲真侪个观众，吼，伊较爱我讲咖啡的内容。所以我甲我的后壁的这个影片吼，都专心来做咖啡的这个影片。啊，这个时阵差不多我伫咧频道的订阅伫差不多两万的时阵吼，啊，这支剪辑光的影片的表现就真好嘛，吼。但是我就发现讲，这个影片吼是对我来讲其实是无好的，吼，而且会当讲伊是会阻碍着我频道未来的成长的，吼。啊，是安怎安尼讲吼？其实这都是甲我头拄仔讲的第一点，吼，因为我若以后我的内容哦，拢是做咖啡哦，就代表讲我每一个主题可能拢甲咖啡是有关系的嘛。但是看这支影片的人真侪哦，这段时间有38万人看，所以这个 YouTube 系统啊，伊可能有甲真侪看过这支影片的人，佮甲我的新的影片互因看。哦，但是因为这个影片是做料理的，哦，剪辑瓜这做料理的影片，所以真侪人可能是伊爱做料理，但是伊对咖啡无一定有兴趣，哦，啊，所以就会发生我头拄仔讲的状况，就是讲，可能第一支伊看这剪辑瓜，啊，第二个影片伊系统互伊看咖啡，吼，伊想讲，你对这个频道是毋是有兴趣，伊就互伊看咖啡的影片，啊，结果咧，真侪人伊只是爱煮料理，伊对咖啡无兴趣。所以可能伊第二支我的影片、第三支我的影片，伊拢无爱看，啊，伊拢无爱看到尾啊，系统就会感觉讲，我的影片可能大家无爱，所以慢慢伊就无爱甲我的影片互别人看，哦，啊，所以我头拄仔讲，这有1600个订阅人数，感觉袂歹，哦，但是到尾啊，我会感觉讲，这是一个无一定算讲是好代志啦，吼，因为这1600个人，伊是对料理有兴趣。但是伊对咖啡可能无兴趣的时阵，安尼会造成讲我的新影片，遮个人无爱看，啊，都会影响到 YouTube 的系统哦，对我新影片的这个分数哦，尤其是我即马是有10万的订阅啦，吼，所以可能1600个人对这个影响就更较低啊。但是我迄个时阵只有2万的订阅的时阵，都1600个人可能对咖啡是无兴趣的时阵。安尼对新影片的影响都会真大哦，所以这是讲有的影片可能有较好的成绩的时阵哦，当然一般的人拢会真欢喜啦吼。但是你若是一个频道的经营者，你就要看讲这个影片是毋是你主要要讲的，哦，要互大家知影的主题哦。若是拄好你互这个做一寡甲你频道主要主题无共款的影片。啊，这个影片佮拄啊好，做侪人看的时阵，哦，其实对你的频道无一定是完全是好的代志啊，吼，真有可能佮是造成哦较负面的一个效果哦。啊，所以这是我家己的一个经验，甲大家分享哦。啊，第二个就是我讲到这个题目哦，加这个图片的设计哦，真重要。像我这个影片是我前几工吼，伫我 YouTube 的一拍开的这个页面看到的这个影片哦。啊，这影片呢，大家会当小看一下吼。目前你伫这个影片的有8个影片嘛吼，你敢有对一支影片较有兴趣哦？你想要点入去看哦，还是讲你敢知影讲这个影片哦，可能是啥物内容哦？啊，这大家会当小看一下吼。啊，其实吼，你会发现一个代志，就是讲。伊会甲伊的题目吼真大字的放伫咧即个图片顶悬哦，因为即个图哦，伊的即个大小啦吼，其实你若是用手机仔咧看的时阵，无讲介大哦，因为即马大部分的人其实拢是用手机仔咧看 YouTube 哦，咧看影片啊，较早吼，即一般大家也是看影片，可能是看电视嘛。哦，甚至是看电影，哦，啊，这都是甲这个像讲传统的媒体，哦，甲新媒体，佫有真大的一个无共款，就是讲你接受的这个，哦，这个装置啦，吼，是手机啊，
即摆新媒体大部分的人是这个手机仔咧看，所以手机仔因为伊的画面像这是我即摆我的手机仔嘛这画面就遮大尔，所以你会发现讲，若是咧翕物件，你咧翕物件的时阵，像我即摆互大家看这个画面我的头足大的对吧？这就是阮做自媒体的一个习惯啦。因为我知影讲，大家咧看的时阵，若是用手机仔看我的头若是搁做细粒的时阵，你伫手机仔看起来都搁一丝仔尔看袂清楚啦。所以像咱若是咧做要放伫 YouTube 顶悬、放伫网络顶悬的影片咱的这个习惯拢是会甲主题尽量放大，大家伫咧遮细这个荧幕顶悬嘛是咱看得清楚。但是你若是看，比如讲即摆的这个传统媒体的电视因为即摆电视拢愈做愈大台嘛较早嘛是电视搁较安怎嘛是比即摆手机搁较大台所以你会发现讲，若是电视节目伊定来拢是迄个人可能上少拢是半身无就是全身人看起来伫咧画面中是较细但是因为你较早看电视伊的这个画面拢是做大一个嘛所以你袂感觉讲爱看袂清楚但是你若是甲较早的这个电视的画面放来这个手机顶悬看的时阵，你可能定来讲看袂清楚啦，这人那变遮细一个所以这是做伫传统媒体甲新媒体你爱去看讲你的观众伊可能是用电视看的较济，还是用手机看的较济。这个翕的时阵伊的这个手法都会无啥共所以你若是以即摆的画面，我头遮大一粒你若是比如讲是伫电影里看你感觉讲这看了是足奇怪啦你头变伤大粒。但是你若是伫手机顶悬看，你感觉讲安尼袂歹，安尼看较清楚因为虽然我即摆只是讲话，但是讲话这个喙型你若是会当互人看清楚的时阵，别人咧听嘛会较容易会当听有啦所以这嘛是一个观念上的无共。所以这个画面爱互人看好清楚，尤其是伫咧较细这个荧幕顶悬嘛看清楚，这是真重要所以我互大家看即摆这个画面，就是讲你会发现讲遮无共款的频道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伊的字拢放真大个，互大家看的时阵拢看有比如讲第一个伊就写讲这个河口湖自由行这可能是做旅行旅游的第二个伊写讲这无装潢要哪大伊可能是咧讲装潢的，伊拢互大家真简单就会当看到讲伊大概是咧讲啥比如讲伊第四个这讲这个比这个棒球搁较忝这拍野球的一个影片互你一看到这个题目，一看到这个图，你大概就知影这是不是你会看的你若对这有兴趣，你就点入去看我做一个这个算讲比较啦我后壁这个图就是甲咱这个台湾文化论坛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嘛是甲这出来互大家看像这就是因为可能咱咧设计的时阵拢是以较大的这个电脑的画面咧设计，所以伊迄图真大张的时阵，你会发现讲这个字写足济拢写得足清楚但是即马你若是伫手机甚至你伫电脑伊迄真正你看到画面是较细，你就会发现讲真济这个较细的字根本就看袂清楚大家若咧这个看手机的时阵你若是看袂清楚，你就一下就过去你可能别人就无迄个兴趣讲搁甲点入去所以这个标题甲这个图的设计真重要当然设计了水是真重要，但是爱甲伊要这个影片内底讲的重点甲主题会当真清楚，互大家一看就知影讲这个影片可能是咧讲啥你若是有兴趣的人，伊才会点入去因为你若是这个所在无法度互人看到讲这个影片内底咧讲啥的时阵，伊根本毋知影这内底内容是不是有兴趣的，伊就无可能会点入去除非是讲伊完全知影这个内容是啥物特别来看的人才会去看安尼就无法度去接触到较侪新的人因为我相信这个频道有固定咧传新的影片起哩 YouTube 应该会
试讲吼，甲这个影片吼无共款的人看卖，但是可能伊的咧看的这个数目吼，无法度一直成长起嚟，有真大的可能是伊送互别人看的时阵，别人毋知影这个影片要创啥，伊可能就会点边啊，迄个伊较有兴趣的，久来这个 YouTube 系统会感觉讲这可能大家无兴趣啦，伊就较袂去送互别人看哦。所以这个若是咱的这个频道吼，想要搁较经营了吼，看会当互搁较人看到。后加咱的这个标题甲画面吼，会当设计了较简单较清楚哦。甚至毋是讲新的，会当甲旧的拢重新来做一个设计，嘛有可能有搁较侪人来看。哦，像我即马放的即张吼，是一个新闻的内容啦吼。伊讲这个台湾吧吼，嘛是一个台湾的 YouTube 的频道吼。伊伫较早吼。有一个影片叫做动画台湾史啦吼，讲台湾的历史的一寡内容。伫咧几当进前吼，有一个影片，就是叫做返校哦。迄个时阵伫台湾反应真好，真侪人爱看。其实伊这个台湾史的影片吼，毋是专门咧讲返校的这个内容。但是伊拄好甲返校是共款的这个时间背景啦吼，是咧讲共款的故事，所以伊就甲这个旧影片的题目哦，这个标题换做哦，伊的第一句变做是讲哦返校的时代背景哦。虽然伊的影片内底是完全无讲到返校吼，但是因为伊甲这个题目换做这个时阵，伊就吸引了迄个时阵对返校有兴趣的人。拢点入来看，哦，所以伊这个影片吼改这个题目了，伊甲这个4当进前的影片吼增加47万的哦观看的数目哦，所以这个效果嘛会当真好啦哦。即马像咱的频道顶管已经有遮侪足好的内容哦，有可能只是因为这个图甲这个标题无法度互看的人知影讲。内底到底咧讲啥哦，所以若是伫这个所在来做一寡改变的时阵，嘛有可能会互咱的影片更较侪人会当看到哦。更较来就是讲，若已经有真侪人来看的时阵，爱经营这个甲观众之间的这个互动啦因为自媒体甲传统媒体，佫有一个真大的无共是讲，一般的这个自媒体的人拢感觉是甲一般人拢是相共的。伫较早，你若是会当上电视啦吼，伫咧传统媒体，迄感觉拢是这个明星啦吼，拢是做感觉甲一般人是无共款的所以可能你较袂感觉甲有啥物互动都可能你做爱伊播的戏，还是你做爱伊唱的歌但是你袂甲伊像朋友共款但是若是像 YouTuber 伫咧网络顶悬拍红的人。大家会想讲你看起来嘛是甲普通人差不多啦所以伊咧甲你讲话的方式有当时会较像朋友朋友安尼咧互动你若是会当甲伊比如讲伊问的问题还是讲伊甲你的鼓励你甲伊讲一声多谢伊会感觉讲足欢喜的伊会更较认真来看你的影片所以你若是有咧做这个创作有咧做频道的经营若是有这个观众愿意甲你互动问题，还是甲你鼓励，你就爱去甲伊去甲伊回应安尼伊就会更较介意你所以这是到后壁若是有真济这个观众的时阵爱注意的一个所在当然这像我头拄讲的啦要做一个YouTube 的频道有足济爱注意的代志啦无法度一概完全讲但是我紧几个我感觉较重要的会当来先试看卖所以大家若是有兴趣要甲你的影片放伫 YouTube 顶悬的时阵，会当先为这几个所在来试看卖。过来就是讲头拄一直咧讲 YouTube 的这个演算法嘛讲起来是足复杂啦甚至一直到今嘛可能嘛无一个人会当完全甲你讲到底伊这个演算法是啥物因为这都是甲即马咧讲的这 AI 是做成的伊写一个这个定数伫咧
伫咧网络顶悬吼，伫咧 YouTube 的主机内底，啊，因为伊是透过真大量哦，这个使用者的这个习惯，哦，啊，这真侪的数据伊来分析，哦，所以到即马可能上早咧写这个程式的工程师，伊可能嘛毋知这个演算法已经算到啥物所在去啊吼，但是咧，伊主要就是做一件代志，伊就是要互观众哦有好的体验哦。啊，为什么要安尼讲呢？因为到尾啊 ，YouTube 伊嘛是一个伊要趁钱，伊嘛是一个平台，所以伊今日要做一件代志，就是伊要来互观众有好的体验，啊，甲观众会当留伫即个平台顶悬，愈久愈好哦。因为你若看 YouTube 的影片愈久，就代表你会看搁较侪伊的广告，啊，你看搁较侪，伊就趁搁较侪哦。所以伊做真侪代志吼，其实想起来敢若做复杂，但是你若转来想，伊敢若想要做一件代志，就是讲，互观众伫咧即个 YouTube 平台顶悬看到的是，哦，看了做每一个影片，伊拢感觉足介意的，啊，看了是足欢喜的，啊，互伊愿意一直看的时阵，哦，啊，即个 YouTube 的这个演算法，就会甲即款的影片，哦，搁较侪人看，哦，所以其实就是咧做即个代志尔，啊，所以以这来讲吼，第一个就是讲影片的长度啦，吼，啊，影片的长度吼，即马有几啊个无共款的方向，吼，啊，若是伫可能5当前吼，大家会感觉讲，你影片差不多伫咧10分钟左右是搁较拄好，吼，因为迄个时阵大家咧比较的对象是电视节目，哦，啊，电视节目拢是差不多哦半点钟，还是1点钟一个时段，哦啊，迄个时阵 YouTube 影片啊，差不多10分钟，哦，互你会当一个短时间小看一下，看一个简单的物件。哦啊，就是我头仔讲的，足侪人都想讲啊，这个影片5分钟、10分钟尔，看一个无要紧，啊，一看落吼，都拢是一2点钟就继续看落啊。哦，所以若差不多5当前，咱会讲这个影片吼，可能10分钟左右是较好的哦。但是这个嘛是一直咧变化啦，哦，一直到今嘛吼，已经无啥人咧做10分钟的影片吼。你即马去 YouTube 顶观看，你发现讲大家拢无爱做10分钟的，为虾米？因为若是以即马来讲吼。变做是讲两个方向去走，一个就是做短影片，哦，啊，这个短影片哦，差不多是60秒到90秒，哦，就是1分钟到1分半，这个长度，哦，因为即卖人的耐性，尤其是少年人的耐性，搁较无啊。伊若看这个影片吼，爱看10分钟、15分钟，伊就无兴趣要点入去看。但是这个物件若是短影片，啊，伊真短啊，真紧的这个节奏。啊，足紧的速度甲即个重点拢讲互你听，哦，这是即马短影片咧红的一个重点啦，哦，互遮个看的人感觉讲我拢无浪费时间，吼，我每一个拢是一看就是重点，啊，真紧就当看真侪物件，啊，当然伊的设计嘛足重要的，吼，要互伊会当一看到影片，伊就爱感觉有兴趣，吼，因为即马人的耐性搁较低的时阵，伊差不多3秒。哦，你若看到这种伊无爱看，伊就要看后一个啊，吼，因为伊无爱等你啊，所以你会发现讲即马做成影片哦，伊是这个一开始的时阵吼，伊就会甲这个可能问你一句话啊，还是讲一句哦，足吸引你想要看的物件，吼，就是爱伫第一秒就爱甲你留落来，哦，若无你若是一开始吼，佮慢慢来，伊就做人无爱看，所以你会发现讲所有这个短影片内底啦，吼。较早的电视节目一定有一个片头啦，吼放一寡音乐啦，吼啊个主持人就爱个开场啦，啊真正讲到主题，可能已经是几啊分钟以后的代志，吼啊但是即马这个短影片就是拢无这个物件，就是第一秒就爱甲上精彩的物件互你看，吼，无即马观众无耐心啊，你若3秒伊感觉无好看，伊就要走啊，哦，啊第二种就是长的影片。哦，啊，这长的影片都已经毋是啥物10分钟、15分钟吼，足侪拢做甲可能20分、30分，哦，甚至40-50分去，哦，因为这长的影片就是讲，有个人伊想要真正要了解一个代志，啊，伊要了解清楚，哦，伊无想要讲啊，因为伤短的时间，真侪代志讲袂清楚啦，哦，所以有真侪人伊想要甲
一个代志吼，会当真正好好啊去研究、去了解清楚的时阵，都需要真长的时间去看。哦，所以你会发现讲，即摆有的人是虽然讲电影片真红，但是伊会等到去做更较长的哦，可能用30分钟的这款影片啊，伊这款吸引到的人就是讲，伊无爱迄款伤短讲袂清楚的，伊要真正会当甲代志哦讲了真清楚的哦，这个影片。哦，那像咱的影片应该都是属于这款吼，有真好真长的时间吼，会当甲一个主题会当讲好真清楚的。哦，所以有的人讲啊，即马拢流行这电影片啦，咱做这遮长的，敢有人要看？哦，其实即马嘛是有真侪人爱看这款真长的影片。哦，所以我即马嘛是每一个礼拜哦拜四，我拢会直播。啊，我直播一届拢是上少拢1点钟，啊有当时讲到1点半钟，哦嘛是真长。哦，但是我每一届影片吼，差不多基本拢有2-3千个人看。哦，啊若较侪人看是有当时有5-6千人的这个观看的这个数目吼，啊，所以嘛是会当知影讲，有真侪人会真正吼，真正想要了解一个代志的时阵，伊会选择这款时间较长，会当甲代志讲好清楚的影片。啊，而且呢，这款影片有一个好处就是讲，真正来看的人，伊一定是对这个代志有兴趣的哦，因为你若是对这个题目无兴趣啊，伊敢若看到这个影片2点钟，伊就无可能点入来看，哦，伊一定都走去啊，哦，所以这款长的影片，当然伊无遐多像短影片还是娱乐影片，讲啊一个影片就几啊10万，甚至几啊100万人看，哦，这可能较困难。但是你这个影片若是有可能100个人看，200个人看，你会当确定讲，真正有100-200人是对这个代志真有兴趣，而且伊真正愿意来看的。哦啊，未来你可能继续来讲的时阵，伊都会搁来看，啊会当培养真正对你有兴趣的这个观众，对这个频道长期来讲是一件好的代志，啊慢慢都会成长起来，啊所以我即马是若是以我家己的完成的频道，还是讲像即马咱的这个频道，做长的内容其实是未来我感觉嘛是有伊个发展性的，啊过来就是讲影片的这个题目啦，是真重要，就是讲因为你的设定是会影响到，若是 YouTube 替你广告的时阵，啊新的人是不是愿意来看？哦，这是真重要，所以伊这题目的设定嘛是爱设定好较吸引人的这个题目。哦，但是咧，你袂当用骗的方式啦有的人讲哇，这个题目设计一个所有人拢想要入来看，但是咧我影片不是讲这个内容安尼讲会使其实这个演算法做厉害，就是讲有各种的这个状况的时阵，伊拢会去判断啊，你若是这个影片是一般人咧，伊感觉讲，我想要看这个真趣味的这个题目，结果伊点入来看1分钟，发现讲你刚刚不是咧讲这伊就会退出来嘛。啊，伊这个演算法就会看讲啊，你这个影片哪会大家人看无到1分钟就退出来，伊就会知影讲你这个影片可能有一寡问题啦。啊，以后伊共款伊就袂互你这个影片互别人看所以。虽然咱爱设计可能真这个趣味的还是讲有人会有兴趣来看的题目但是咧嘛是爱甲这个影片的内容是爱有相关的袂当互别人感觉讲是用骗的用骗的到尾啊，对这个影片长期来讲嘛，毋是一个好的代志啦啊，过来就是讲影片的这个节奏嘛是真重要啊，这甲传统的电视节目来比是完全无共的啥种完全无共因为较早的电视节目大概是看电视嘛啊就来转台看你遮济台伫咧电视顶管我要看倒一台，所以你看到每一个节目的时阵，你定定毋是为头看，你有当时是转台转到一半来看这个节目有好看无？可能是为一半开始来看的所以较早的这个电视节目伊咧设计这个内容啊，伊精彩的所在比如讲啦伊若是30分钟的一个节目，伊可能都会设计讲，我可能5分钟会出现一个精彩的所在，5分钟出现一个精彩的所在，
所以你可能是第5分钟才来看，还是第10分钟才来看，还是第20分钟才来看，拢有可能看到伊较精彩的所在，会留落来看，伊的收视率就会较悬哦。但是所以你会发现讲较早的节目啊，定一个可能，比如讲1点钟的节目，伊有几个单元哦，互你可能15分钟、20分钟一个单元，搁换后一个哦，因为伊的计划可能是感觉讲，随时有人咧来看哦，你咧来看的时阵，是毋是有一寡精彩的所在会当甲这个人留落来哦？但是伫网络顶悬影片就完全无共，因为一般咱看的这个习惯就是讲，我看这个题目敢若有兴趣，我就点入去。你可能会看1分钟、2分钟，你若感觉无好看，你就无要看。哦，所以你若精彩的所在是伫第5分钟，还是伫第10分钟，真侪人拢无迄个耐心看到遐，伊就关起来啊。哦，所以若是伫网络顶悬，你会发现讲伊的真侪这个重要的物件拢会放伫上头前哦，因为一直爱想办法甲人留落来哦，为上头前都爱开始做咧代志，所以伊的这个节目的设计甲传统的媒体的这个想法定然是会当讲是完全无共的一个思考啦佮加上我头仔讲的这画面的设计甲传统媒体嘛有真大的无共佮来就是讲字幕啦字幕这个对对YouTube 的影片来讲嘛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伫咧 YouTube 顶悬就是我头仔讲的 YouTube 想要甲这个影片爱互对这个影片有兴趣的人来看所以 YouTube 咧伊较早期伊只是为这个题目来判断讲你这个影片可能讲啥物伊会甲这个影片去互遮的人就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人看但是毕竟有当下一个影片可能10分钟、20分钟，你无可能所有的物件伫咧一个题目顶悬会当看会到嘛所以可能有真侪好的内容，但是并无人知影伊伫遐但是你若是有做字幕的时阵因为即摆 YouTube 因拢是电脑会去审查这个影片伊咧审查的过程其实即摆拢真厉害啦，伊拢会 YouTube 会当看有你的影片所以你若是有字幕的时阵，伊会较帮助 YouTube 的这个演算法伊知影讲你这个影片自头到尾咧讲啥若是可能华语的还是英语的遮主要语言的影片的时阵，伊甚至拢听有伊拢知影讲你这个影片咧讲啥所以你会看到即摆真侪人咧做影片伊对一寡较敏感的字比如讲死还是讲自杀等等遮的字，因拢毋敢讲因可能会用一个代号啦可能写 S 还是写啥物，还是讲伊会甲迄个声纸消音去因为伊会烦恼讲伊可能讲到遮的敏感的字的时阵YouTube 会感觉讲你这个影片是毋是讲一寡可能暴力的还是讲较无好的内容伊就会甲变做黄标，还是讲伊就无爱互别人看伊烦恼讲会有一寡争议嘛所以因变做是伊咧字幕，还是讲咧讲的时阵，拢会甲遮的字拢会甲消音，还是用别的字来代替所以这都是因为即摆 YouTube 拢听有遮影片咧讲啥，嘛看有遮的字幕电脑咧算足紧嘛，伊一扫落去就知影讲这个影片咧讲啥比如讲我的影片拢咧讲咖啡嘛，所以伊可能电脑伊看了就知影讲这个影片可能是咧讲冲咖啡的代志伊就会甲这个影片对冲咖啡有兴趣的人看送互伊看了，因为这个观众嘛对冲咖啡有兴趣嘛，所以伊就会看安尼成功的这个几率就会真悬所以这个字幕是帮助 YouTube 这个系统知影这个影片咧讲啥伊才会当甲这个影片去送互有兴趣的人看这是这个概念啦所以即摆若是这个部分用伫即摆咱要推广台语有一寡困难的所在，就是即摆 Google 敢若也无法度听台语，佮看台语的文字啦
所以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讲，即马咱的影片放伫 YouTube 顶悬，但是因为 YouTube 伊无法度去知影讲，即个可能1点钟还是2点钟的影片，到底讲啥物精彩的部分，因为伊若听无的时阵，伊无法度甲遮的内容去送互对这内容有兴趣的人，所以这嘛是有可能是因为安尼，咱的影片无法度互遮侪人看到，这个部分当然是看讲是毋是 Google 啥物时阵会当甲伊的这个AI 更较先进应该爱鼓励因这毋干那是讲爱请大家讲台语啦嘛是爱鼓励这个 Google 的 AI 伊爱听有台语，伊才会知影咱咧讲啥啦所以这个部分我感觉若是有法度嘛会使去努力看卖是毋是 Google 会当去甲这个台语甲台文会当甲因的这个发展内底甲放入去安尼才会当对咱内容的推送更较有利啦但是咧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讲可能会当用英文还是用华语的这个字甲这个影片内底讲到的题目主题较精彩的内容伫咧下骹的这个说明内底甲写起因为这个部分因的演算法嘛是会看所以你若是会当有遮的内容甲写起的时阵安尼伊会当知影讲这个影片咧讲啥伊就有机会甲这个影片送互对这个影片有兴趣的人就有机会互这个物件更较侪人看到过来就是讲这个摄影这个画面的品质还有声的品质嘛是真重要所以今日我特别佮用一个相机来翕，这就是我平常，比如是我若做我家己影片，我毋是用手机我毋是用电脑的这内底镜头，我是用一个相机来翕，安尼画面会较清楚。我今日有用一个麦克只安尼声音听起来嘛会佮较清楚、佮较清晰因为若是较早可能若5当前甚至10当前大家有一个印象讲即马自媒体足方便你摕一支手机就会使大家拢会使来翕影片、做影片互大家看伫咧10当前确实是安尼但是咧到即马因为足侪人对10当前、5当前开始做伊慢慢伊的这个频道愈做愈好嘛所以伊有经费所以即马较大 YouTuber 伊拢是有专业的相机专业的这个麦克来收音来去上，所以伊的画面会清楚伊的声嘛足清楚你看的人就较轻松伊就会爱看落去尤其是因为别人拢足清楚的时阵若是雄转到一个这个画面无清楚声嘛无清楚的时阵大家都无耐性都无爱看所以若是伫较早确实有真侪人用一支手机我都翕一个影片做这人看但是即马可能无法度即马若真正要认真来做这 YouTube 的频道的时阵你的画面的品质甲你声的品质拢必须要做了较好观众才有耐心会当听落去听你咧讲啥过来就是讲这个发片的这个频率就是讲你若是固定一个时间来有新的影片出来互你的观众有一个已经变成一个惯势讲我每一礼拜可能对一天的暗时我都有一个新的影片当看大家都当固定去看所以我家己的直播就是固定伫咧拜四暗时这都毋免做广告因为知影的人拢拜四时间到伊若有闲就拍开来看毋免大家拢爱宣传讲我后一届的直播啥物时间大家来看毋免因为你有兴趣的人拢知影迄时当有当看顶多是讲我若迄个时间我无法度播出的时阵我爱特别先甲大家讲我可能爱改时间因为大家拢知影是迄个时间所以像咱这论坛拢固定一个这个时间嘛是一个好处啦我相信真侪今日来看的人可能嘛是讲我就是逐礼拜拢是这个时间有这个台语的论坛我即马有闲我就拍开来看卖所以这同款的感觉就是讲你若是这个物件会当固定起来的时阵你就对宣传来讲尤其是对你的已经知影的观众这个宣传会当更较轻松啦毋免逐届拢爱讲我是伫咧对一工几点要来做啥物代志因为这逐届拢爱宣传这效果就较歹
啊，再来就是这个头拄讲的时间啦，吼，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讲你有固定的一个吼，这个时间会当出来的时阵，吼，大家都毋免一直去要讲啊，你这礼拜有新的无？后礼拜有无？哦，啊，你有互人变做是一个习惯，啊，伊就逐礼拜拢惯时讲时间到，我都来看卖的时阵，啊，这就是较有利的啦，吼。好，啊，过来呢，有一个经营网络吼，经营自媒体真重要一个代志，就是这个关键字啦吼，关键字啦吼，因为这就是讲一开始吼，可能无虾米人知影咱咧做这个代志，像我刚开始做咖啡的影片的时阵，啊，我开始做啊，啊，其实别人毋知啊，吼，别人毋知我咧做影片，所以别人是免怎会当知影你有咧做这个影片吼。啊，第一个就是讲，YouTube 吼，伊这个演算法的推荐，吼，伊可能会甲你的影片推荐互别个这个应该讲对咖啡有兴趣的观众来看，哦啊，但是咧，若是以 YouTube 来讲，伊若要推荐咖啡的影片，伊一定是会先推荐已经做了真好的咖啡的影片嘛，吼，可能已经伫我头前都有足侪人咧翕咖啡的影片，啊有诶人伊的影片本来都足侪人看，所以以推荐来讲，当然 YouTube 伊会优先去推荐已经真侪人看的影片去互别人看，哦，啊所以一个新的频道，一个新的影片出来的时阵，一开始是上困难的，因为无人知影，啊 YouTube 可能伊嘛袂去推荐互真侪人看。所以你爱安怎才会当互你的影片有人看到吼？啊，这就是啊透过这个关键字啦吼。啊，你爱有一个主题，吼啊，而且咧，你爱想讲别人可能会安怎来找这个主题，吼啊，所以我做咖啡嘛吼，所以第一点当然想讲上好是有人伫咧 YouTube 顶悬拍咖啡，或是伫 Google 顶悬拍咖啡。我影片就跳出来，安尼是上好的代志，大家都来看嘛。哦，结果咧，我就家己试看卖，我就伫 YouTube 顶悬拍咖啡这两个字，啊，找看卖有啥物影片，哦，啊，结果跳出来吼，嘛毋是别人咧做咖啡的影片，哦，是这个张学友啦吼，即拄好伫台湾咧开演唱会，这香港的歌手，有一块歌曲就叫做咖啡啦，哦。啊，伊即个咖啡即条歌吼，有几啊百万人去听，所以你若拍咖啡吼，第一个跳出来，毋是啥物咖啡好啉，拢毋是，拢是即个歌曲的咖啡的第一名。哦，所以其实伫咧媒体内底啦吼，娱乐的物件一定是上大众啊吼，上侪人看的哦，所以你若看讲，以传统电视嘛是嘛吼，你若是伫暗时啊，可能8点。哦，这个上好的时段一定是咧做这个8点档，哦，这个戏剧，哦，还是讲做这个综艺节目，哦，这是较侪人看的，哦啊，所以咱也是讲咖啡，这其实虽然即马做侪人咧啉啦，吼，但是要有兴趣要来家己冲咖啡的人，毕竟吼嘛是较少数啦，一定比想要听这个张学友这个咖啡这个歌曲的人较少，所以 YouTube 一定会先甲这个吼。咖啡这首歌吼，放伫头前，哦，所以我后壁想想啊，我去看后壁是啥物，啊，看到的一定是可能别人哦，一两当前都已经翕过影片，啊，足侪人看，所以摆落来哦，拢无法度找到我的影片，哦，啊，所以我就想讲，敢有别个方式啦，哦，我就想讲，好，咖啡可能佫伤大，我佫较好，佫较精准，吼，我就做这个手冲咖啡。哦，用冲的这一款咖啡，哦，所以我有翕一个影片，就是讲，手冲咖啡的入门啦，哦，就是上简单的冲法，哦，你想要学的人就当来看这，哦，这个影片起了就真好的效果，哦，所以大家看这个画面，哦，这个 PowerPoint 正评价，吼，伊就写吼，这伫咧 YouTube 顶悬，吼，咧找这个字，吼。你若是手冲咖啡吼，有将近30%吼，会看到这个影片吼，啊，所以为这个哦，这个 YouTube 顶悬去找来看这个影片的人吼，是占这个影片
22%啦，所以因为安尼有足侪人可能伊本来毋知影我咧做影片，但是伊想要冲咖啡嘛，所以伊伫咧 YouTube 顶悬伊就咧找手冲咖啡，伊就跳出来看到我的影片，我这个影片佫互大家感觉讲，因为我要做的是手冲咖啡的入门啦，就是上简单的一个冲法的时阵，对这个刚开始要学的时的人，伊就想要看嘛，因为有的人讲我这个冲法多厉害，伊是这个咖啡的这个真有名的人，还是啥物特别的冲法，对于刚开始要学的人，伊就感觉讲伤困难啦，伊可能无一定爱看，但是因为我这个影片就是足清楚的，要互大家想要学咖啡的人来看，真清楚的一个目标甲主题，所以就互真侪人伊是伫这个 YouTube 顶悬，这个字拍入去去吹，看跳出来伊就看，所以这个影片咧，伊即马嘛有32万的这个观看的这个数目，而且咧，伊甲这个订阅者即马有6953人将近7000人将近7000人的这个订阅的人所以他拄我看迄个结果迄个影片差不多嘛是30几万嘛我会记得比32万更较济，但是伊因为安尼来订我的频道的人是1600个嘛但是因为这个咖啡是甲我规个频道是较符合的，所以真正去找到爱看咖啡的人来看到我这个频道，所以干那这个影片就为我带来将近7000人的这个订阅，伊的这个收益嘛是袂歹啦，所以这个一个影片咱若是真正要互这个频道更较侪人看到的时阵，可能就要设计一寡这影片是互对这个频道的主题可能有兴趣的人，比如讲咱的这个每一届的主题虽然是真侪项，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就是讲咱是讲台语嘛，所以咱会当以台语为一个从主要的主题来翕一寡影片，可能就要请专业的这个团队，有较好的画面的品质，较好的声音的品质，较趣味的内容，大家看了感觉讲，这个若想要听台语，要学台语，就来看咱这个频道，伊就甲这个订阅，就甲试落，以后可能伊就会更较接来看，所以这就是当初是我想要互我的这个频道，互大家看到，有一个算讲这是真正较成功的一个关键啦，好，继续咧，咱看到就是讲这个 YouTube 的后台伊有真侪这个数字的这个分析啦已经是做了足有的，差不多你想要看啥物拢有啦我就拣几项互大家小看一下这就是叫做伊的续看率啦就是继续看的这个比率有偌济这两个影片拄好就是互大家会当比较第一个影片就是我头拄仔讲的这就是简单的这个手冲的方式这是手冲咖啡入门这个题目会当互所有想要学咖啡的人看到，伊就想讲要来看卖伊既然要学咖啡，伊一定要甲我冲的这个画面看完嘛伊若看一半，伊学一半，伊无法度冲，所以你会看到伊的这个继续看的这个比率是真悬差不多到这个4分半的时阵，拢抑阁有50%以上的人阁继续看这是算真好的一个表现若看下骹这个下骹这个影片伊是我是翕一个较特殊的内容啦叫做用牛奶来冲咖啡一般咱用水嘛水来冲咖啡粉来做咖啡但是有当时就想讲想一寡较特殊的物件会吸引人来看，所以我就想讲我用牛奶来冲咖啡真正这个影片嘛是吸引足侪人入来看因为大家拢想讲无听过讲牛奶嘛会当冲咖啡啦，大家拢要来看卖但是咧，这就是讲这个题目设计了真吸引人，但是毕竟伊毋是一个算讲是正常的做咖啡的方式啦这是较好耍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会看讲这个继续看的比率就较低，伊一开始伊迄个线就落落来因为做侪人可能
入来啊，看30秒1分钟，就讲啊，你真正用迄牛铃咧冲，哦，但是尾啊伊就无兴趣啊，所以伊真侪人无看了，哦，所以伊变做是讲吼，伊看到即个时间吼，差不多到2分半尔，就比头拄第一个就差真侪哦。啊，所以若是以 YouTube 因的即个演算法来讲，就是我头仔讲的，伊希望大家伫即个影片吼看愈久愈好啦。所以伊即个继续看的比率嘛是真重要。啊，就头拄第一个影片，你若是即继续看的比率，大家会当看这影片看4分钟、4分半，伊就感觉讲哦，你即个影片是真好的影片，哦，大家愿意甲看好完，安尼伊就会继续甲即个影片有更较侪人看。啊，但是若是下骹即个吼，伊一开始虽然真侪人看，可是伊慢慢伊就发现讲，这大家拢看袂完的，大家拢看1分钟就走去啊。所以慢慢伊即个影片就无互遐侪人看，哦，所以第一期来讲，即个标题、即个题目吼，若是足吸引人的，有可能会有伫第一时间有较侪人看。但是若时间久来，伊发现讲即个题目吼，虽然感觉趣味，但是即个影片大家拢看一时仔就走去的时阵 ，YouTube 伊就慢慢甲即个影片，就伊感觉讲这可能大家无遐尼有兴趣啦吼，所以伊就无互别人看。等到是即个哦。简单的手枪法，哦，敢若做无虾米种做吸引人的一个标题，但是真正爱看的人拢会去看，而且看真久，哦，所以长期伊就会继续互足济，哦，甚至有当时啊，伊无一定有去吹，但是只要这个系统认为讲，这个人敢若对枪甲比有兴趣，伊就会主动甲这个影片互这个人看，啊，长期来看，就是变做伊有30几万人的。个观看数啦吼，所以这是 YouTube 伊真大一个帮忙吼。啊，这是有当时咱咧看讲一个计划有成功无，嘛是对这个观众的反应吼，有会当直接看到吼，这是毋是有成功啦吼？啊，继续呢，就是来看讲吼，无共款的新的观众吼，还是讲更倒来看的观众。啊，我遮有2张图，吼，有2张图，那顶悬即张图吼，是我原始的即个频道吼的一个线，啊，顶悬即条紫色的线，就是搁转来看的观众，哦，啊，下骹即个蓝色的线是新的观众，就是第一届来看的观众，哦，所以大家当发现讲吼，我的观众啊是足侪拢是吼固定咧看的，拢是搁转来看的观众，是伫顶悬，哦，啊，但是咧嘛是有吸引到一寡哦第一届来看的。哦，所以这对规个频道的经营来讲是较好的代志啦。就是讲你有大部分固定咧看的人，但是嘛是有一部分新的人哦来加入，安尼会当互你的频道是继续有成长的。哦，啊下骹这个线吼是我替这个别人吼经营的，毋是替伊经营啦，就是讲我替伊种辅导啦吼，甲伊出一寡这个种。甲一寡建议啦吼，看会当安怎做吼，但是毋是我是一个经营。啊，因的状况就是讲，因的主题嘛是真侪项啦吼，真多元哦，但是较无固定哦，所以伊会吸引着真侪无共款的人拢来看。但是咧，伊转来看的观众是较少的哦，因为伊可能第一个主题有兴趣，啊，第二个主题伊就无兴趣啊，所以伊变做是讲，伊会吸引着拢足侪拢是第一届来看的，但是。继续来看第二届、第三届，就是讲，你的影片哦，毋是讲共一个影片看2、3届啦，吼，讲你的第一期影片，甲你第二期影片，哦，啊，第二期影片可能就无来看，啊，所以变做讲，安尼可能是较无好啦，吼，因为变做是讲人虽然有来，但是拢一直走去，你要甲留落来，啊，若是伫咧即个 YouTube 的后台是看到即个状况来讲，可能就要想办法，大家愿意来看的，第一届来看的新观众，看有啥物方式。我感觉讲会当留落来继续吼看我别个影片安尼啦吼。好，啊，过来就是想讲吼，有个人啊，就想讲啊，无安尼啦，我来开钱吼，买一个广告来试看卖这个效果嘛吼。因为这嘛是真济吼，咧做这个 YouTube 频道吼的人的一个想法啦吼。一开始吼，伊可能是做一个生意吼，还是想要做一寡啥物代志啊。就听人讲吼啊，即马即个新媒体啊、自媒体啊，你若甲影片吼，放去你这 YouTube 顶悬，都会足侪人看。
啊，做来自然看的时阵吼，你对你的这个宣传的效果就会做好啦吼。可能比如讲，若是开一间店哦，啊有人来讲，你若去做一个影片哦，啊你都做一人看，啊你都替你的店做广告，毋是真好吗？啊结果吼，伊就去翕影片，啊影片翕落了，啊伊放去 YouTube 顶悬，就发现讲啊那会无人看，哦啊看的这个数目真少啦，哦啊就想讲安尼变做无这个广告的效果啊，啊可是这个影片都已经做好啊，你放伫遐无人看，就感觉无彩。所以就另外佮开钱，啊，佮去买广告，哦，就是甲 YouTube 的这个平台来买广告，哦啊，这是一步一步行到遮嘛。但是其实行到遮的时阵，就已经有一寡无啥对啊啦吼。因为你若是一开始就是要用开钱的方式，你规气就是直接开钱替你的店来做广告就好啊吼。你都毋免中过来做影片，因为做影片佮要一个成本嘛。哦，所以变成是讲，你本来想讲你来做影片。你都毋免开迄个广告费，结果咧你变做是做影片，啊影片无人看，啊佮开一个广告费，哦，啊但是讲安尼有效，啊安尼佮还好吼，啊但是咧，定来安尼做咧，广告费开落吼，佮无啥物效果啦，哦，啊像怎安尼讲吼，我即摆可能即张图啊吼，共款有两条线，一条线即个紫色的这条线吼，这是我伫咧可能3-4当前吼，因为迄个时阵我甲宜兰有一个原住民的部落吼，叫做不老部落吼，我有甲伊合作啦，吼啊，伊有足侪真好的一寡传统的遮艺术品啊，我想要替因广告，吼，所以我就想讲啊，我来甲因翕一个影片，啊，放伫我家己原始的频道顶悬，哦，啊，替因。免钱啦，我无甲因收钱，我想要甲伊帮忙，吼，我想我翕个影片啊，会当替伊宣传，哦，啊，结果就是发生，我影片放起哩，煞无啥人看，哦，啊，我想头拄大家听遮济应该拢知影原因，就是因为我这个频道是咧讲咖啡的，啊，雄走一个原住民的艺术品出来，大家想讲这也毋是咖啡啊，所以做侪人都无想要看，哦，啊，我就想讲啊，这影片放起无人看，无我就开一寡钱来买广告好啊。哦，所以一开始吼，这个线有行起哩，哦，因为迄个时阵我就开钱买广告，这个线就起哩啊。啊，但是咧，这个钱用了，广告结束，这个线就变平，就无搁继续行。哦，但是另外一条这个蓝色的线吼，就是我头拄迄支吼冲咖啡的影片。哦，这个影片我一开始我完全无用广告费，我就是囥起哩尔，啊慢慢啊，互真正爱看的人入来看，啊你就会发现讲，这个一开始这个蓝色的线吼是伫这个紫色的线下骹吼，因为伊开始较慢，哦较无人看，啊紫色是因为开钱了就冲起哩啊，但是冲起了你无继续开钱就变白嘛，但是这条蓝色的就开始慢慢啊一直行往顶悬去。啊，时间久啦，你看正边遐，哦，两条线都愈差愈远啊。啊，较悬的迄条，颠倒是无开钱的，伊会继续一直行起哩。啊，但是开钱的迄条吼，颠倒伊都袂阁起哩啊。哦，啊，袂阁起哩，其实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主题甲我的频道吼，真正是无共。哦，啊，另外一方面是，其实这个开广告的这个钱啊吼，伊的效果只是互伊短期间。有一寡人看到，啊，数字冲足紧，但是长期来讲吼，因为伊一开始看到遮个人，其实无一定对即个物件是有兴趣的，吼，啊，就会造成他拄仔嘛是讲过一个结果，讲是讲你看过的人，伊会感觉讲伊继续吼会去甲即个影片送互甲遮个人类似的人，伊可能感觉讲，可能第一来人伊的即个伊的条件吼，伊会。介意看这个影片，啊，伊就会以这个条件去找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爱继续送互因看。但是因为第一个人，伊可能毋是真正爱这个影片，伊是因为互你的广告去拍到，哦，伊家己造出来，哦，所以变成是讲，伊第二个、第三个真正要搁替你送出去的时阵，伊无法度真正去找到爱看这个内容的人。无我是想讲，台湾对原住民文化有兴趣的人，应该嘛是真济啊。哦，但是这个物件是安怎送袂出去哦，但是慢慢我了解这个演算法伊的一寡哦基本的原则了吼，我就感觉讲，安尼确实是会有这个状况哦。
但是咧，嘛毋是讲买广告完全毋好啦吼。但是通常是讲，比如讲，今日我有一个活动，可能即马6月嘛吼，比如讲我若7月中有一个活动，我必须要伫这可能1个月内底的时间，互愈侪人看到这个消息愈好的时阵，当然这个时阵广告买落，你会当伫这1个月内底足紧就互几啊千人甚至几啊万人看到，这是买广告较好的效果。但是你若是想要长期来推动一个物件，是讲长期这个影片，要互较侪人看到的时阵，其实是一开始卖着急，慢慢啊，互真正爱看的人去看。安尼，这个 YouTube 的系统才会知影讲刷落来，伊要推荐互送看，才会成功。无你若一开始看的人，拢毋是真正爱看的，伊尾啊都杀袂出去啊。所以这是观看的这个数目啦。第二个，共款这两个影片，你会看到讲，伊的订阅的人，会来订这个影片的人，我后壁有这个所在这个数字出来，就是讲，伊发布100天以后，100天以后，这个冲加比的影片都有1200人来订阅，因为真正感觉讲这个频道咧讲的内容是有兴趣的，甲加比真正是有关系，伊就甲订落去。但是这个买广告的这个100天了后，只有3个人所以这个效果咧比这毋知这算几倍啊，400倍的这个差啦所以若是今日有一个预算毋是要短期做宣传的，是真正要长期来做这个可能有一个主题要来推广的真正有一个钱会当来运用的时阵，我拢是建议讲，你去翕一寡较有意义的影片放伫咧这个 YouTube 内底慢慢互真正爱看的人来看时间若长，伊累积起来都有较好的效果毋免去烦恼讲我哪会这个短期拢无人看所以若真正有这个资源我会较建议是甲影片的这个内容制作好会较好毋过我这若安尼讲可能有一寡咧卖广告的人会感觉我可能互伊生意歹做啦但是因为我相信大家今日要听我的分享，拢是要听真正我的这个经验啦所以这是我家己的经验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啦好继续我甲大家看一下讲到底这个网络顶悬这个效果会当偌好即马大家看到的是我家己的频道伫咧2021年1月这个数字啦就是讲伊的叫做曝光曝光的这效果所谓这个曝光就是讲你若拍开 YouTube 一开始伊就会跳一寡影片出来嘛这个影片只要出现一摆不管你有点无点，拢是一摆的曝光有当时你影片看完了后，下骹佫有做阵影片嘛也是你用电脑你边仔有做阵影片只要伊有出现伫咧这个画面内底，拢算一摆曝光我一个月伊的这个曝光的数目都有1200万1200万的这个曝光的数目有94.5万的观看的这个数目人数因为有当时一个人会看几啊个影片嘛所以伊这个连这个人数拢会当互你知影讲到底实际有偌济人看到底是你一个人看100摆还是讲100个人来看这拢看得真清楚所以我伫咧一个月内底都42万人来看我的影片所以我迄个时阵只是一个订阅数可能还无到5万毋是讲足大的这个频道我开一间店也是讲我伫网络顶悬咧卖咖啡若是伫伊较早的这个宣传方式来讲无法度想到讲我要安怎才会当互42万人看到我这间店也是我这个品牌可能你要开真济钱才有法度去做到这个效果但是我到这个时阵其实我到即马嘛是啦
我完全无用这个广告费伫我这个咖啡的影片顶管哦，只有头拄我讲像咧原住民的啦吼，我真正想要替伊广告，我才用一寡钱去买广告。但是我若真正讲经营咖啡的影片来讲吼，我是完全无用广告费的，但是会当有1200万的这个曝光哦，所以这是那对于真正有咧做生意哦，也是讲有咧宣传上面物件来讲，这是真好真好的一个效果啦哦，所以才会真侪人拢感觉讲哇，即马真正拢爱靠这个新的媒体吼，自媒体来做这个宣传哦，效果会真好哦，所以以我家己的经验，我也毋是讲迄款足大 YouTuber 哦，像大 YouTuber 有人在订阅拢100万、200万吼，几啊百万的拢有。啊，我只是迄个时阵，我只是一个订阅可能敢若无到5万的 YouTuber 的时阵，都会当有遮好的一个哦，遮好的一个效果啦哦，所以若是真正要长久来经营来讲哦，若是有成功，这个效果是真正真好哦。啊，头拄仔是我看觅哦。哦，头拄仔是一个月嘛，吼，头拄仔是一个月的效果。啊，即马大家看到即张吼，伊是最近365天就是一档，哦，一档的效果，哦。啊，当然头拄仔我近迄个月是算我表现较好的迄个月啦，吼，毋是逐个月拢有遐好。哦，但是以规档来看，哦，伊的即个曝光诶，这个数目吼嘛是有6800万，哦，这6800万已经像台湾是2300万人啦吼，但是平均来分配吼，可能每一个人拢会看到一届两届我的这个影片的这个感觉啦吼，但是实际上当然毋是啦吼，因为伊会甲遮的曝光是集中伫对咖啡有兴趣的人，哦，但是这个效果会好的原因就是讲，其实我头拄讲台湾2300万人，但是嘛毋是2300万人拢对咖啡有兴趣嘛。真正对咖啡有兴趣的，可能就是100万人，还是200万人哦。尤其是要家己做咖啡的这的人哦，毋是逐个人拢爱。但是伊会甲这6800万的这个曝光，拢互遮的可能100万人看的时阵，所以若是安尼算起来吼，可能每一个人一档内底拢会看到我影片跳出来的这几啊十届啦哦。啊，所以若是我即马吼，可能出去。有当时去咖啡店啊，吼，还是有咖啡展览的时阵吼，足侪人拢讲哦，我看过你，我看过你吼，因为伊足集中真正甲即个影片去互有兴趣的人看，啊，你伫即个族群内底都有真好的一个宣传的效果啦，吼，啊，即有一个较趣味的吼，就是有发现讲下骹即个图吼，有一天啊，雄雄足悬，吼足悬吼，就是迄天内底哦，一天内底。伊帮我曝光1000，毋是130万届哦，啊130万届吼，这是真济啦，一天都130万届吼，但是迄天吼其实毋是啥物真好诶代志啦吼，迄天是我决定吼，我诶店面吼我要结束哦，想讲我无爱开店啊，我要转做网络顶悬翕影片，因为我头拄讲我较早是真正有开一间店，啊，迄个时阵拄疫情到一个时间啊，我感觉讲毋通搁开店落去吼，所以我宣布讲我店无爱开啦。结果即个哦，人讲即个好诶代志，人无一定知影吼。啊，人看着我店咧关，逐个拢卖上来看吼。所以结果迄天就130万届诶即个曝光吼，替我真正 YouTube 吼，即个我其他好诶代志无替我宣传啊，我要关店咧关起来时阵替我宣传了。都所有人拢知影吼，啊，但是这嘛证明讲吼，即马真正是有真侪代志啊吼，啊，尤其是一寡较大诶事件，若是透过即个网络诶即个宣传吼，连我一间遮细间诶咖啡店吼，要关起来吼，拢伊替我宣传130万届啦，啊，若是搁较侪人注意诶代志吼，伊迄个宣传当然是搁较好吼。好啊，继续吼，若是伊。我诶频道经营到即马来讲吼，已经有即个1400哇，这有较济，1450几万届诶观看数哦，观看数有1450
20000吼。啊，若是头拄讲的曝光伫咧倒边遮吼，伊我即马经营差不多要5档，吼，要5档，这5档若伊帮我曝光吼，要2亿届啦，吼。啊，我即马嘛是订阅差不多10万嘛，吼，毋是讲偌大诶即个 YouTube 频道吼。啊，所以嘛当想讲吼，你若看到迄100万诶，还是迄200万诶频道吼，伊即个曝光甲伊诶观看吼，一定是足悬啦。哦啊，所以伊诶宣传效果嘛是会做好安尼，哦，好啊，刷落来吼，头拄仔拢讲我家己较济嘛吼，啊，我有替一寡遮诶即个协会吼组织来帮忙因看因诶频道要安怎经营啦吼，啊，因为当然因做诶内容吼是嘛是要宣传一寡理念，哦啊，即个时阵都真正嘛较歹去宣传啦吼，因为大家看即个 YouTube 吼，足侪人拢爱看较轻松诶啦吼，看较好耍诶啦吼，啊要看遮认真诶人真正较少吼。但是咧，即我嘛是2个啦吼，顶悬下骹2个吼，啊我是掠伊90天，就是3个月数字，像第一个吼，伊佫转来看诶人吼，有差不多1000人吼，但是呢，伊若是甲每一个人吼拢分开算吼，就是无重复诶人啊吼，3个月伊就接触到9900个吼，要1万个人吼，啊，这是一个协会吼，这是一个协会啊，可能以这个数字来看吼，当然你甲迄款足大 YouTuber 可能比起来，我感觉无足济，但是咱若转来想吼，像咱要办一个实体的活动吼。一个月互你办一届，啊，你会当箍到可能30个还是50个人，哦，都感觉足侪人啊，啊，都爱开足侪钱来宣传，啊，现场爱在场地人吼，成本拢足悬，但是你可能用足大的气力，你才接触到可能50个人，哦，还是100个人，但是你若是甲这个经费吼来做影片，啊，影片放伫网络顶悬，你放去了，伊就会哦，像即马就是有9000哦。3个月来啦吼，9900个人吼接触到，哦啊，这个效果哦比较起来其实是真大真好诶啦，吼。啊，另外咧就是这个下骹这个吼，下骹这个伊是一个劳工诶团体啦吼，啊，所以伊咧推动是更较困难，吼，但是伊嘛是迄个当阵伊迄差不多10支影片吼，专门咧讲可能劳工会拄着诶一寡职业诶伤害啊，吼，遮诶一寡状况啊。因来做这个影片，吼啊，迄个时阵嘛是我替伊做诶，啊，伊放去打开始吼嘛是无啥人看，但是慢慢吼有这个需求诶人会去找着会去看，所以到即马吼伊每3个月嘛是有4600个人去看，哦啊，这个若平均起来一个月有1000外人去看啦，这嘛是因较早因想要办一个活动去宣传吼，去讲啊，你若是劳工，你拄着遮个伤害要安怎吼？你办一个即个现场诶活动吼，即个座谈会还是啥物？哦，拢爱用足多诶气力甲经费吼，但是因伫咧差不多2档前吼，甲即个影片做好放去了，慢慢1档2档吼，这个效果有出来哦。所以若是以一般吼，咱咧做一寡理念诶推广来讲啦吼，其实虽然这数字看起来无遐多，像人讲几十万、几百万，但是咱若想讲一个月会当有1000人去知影讲咱咧讲啥物代志，这对于咱诶理念诶推广来讲，都已经有做好诶即个效果啦。吼，好，我今日有讲伤长啦吼，我这时间已经伤长吼，我即摆讲较紧诶吼。有人讲即个 Google 啦吼，会去影响着选举啦吼。啊，其实吼，伊是对这2020开始吼，伊就去限制讲政治的广告，伫咧选举的期间袂当去做。啊，其实伫咧这个2020的时阵吼，这个 YouTube 顶悬是对民进党较有利啦。哦，所以迄个时阵国民党有钱嘛，国民党会当开钱去买广告。哦，啊，但是迄时民进党因较袂讲开遮济诶，即个宣传的经费，但是因是甲迄个时阵网络顶悬的少年人哦关系较好，所以变成是讲吼，伊即个限制出来时阵，变成国民党想要开钱嘛无法度，但是民进党吼，伊迄个时阵因为甲遮的少年的 YouTube 较好嘛，所以因遮 YouTube 拢主动替因去翕影片，但是因 Google 禁止的是广告，你家己 YouTube 要翕影片是无要紧的。
所以迄当对于民进党来讲，就最有利的。哦，但是咧，这4当的时间过去，哦，到这个今年的选举，啊，今年的选举其实伫咧网络顶悬吼，真侪这 YouTuber 变做是较无愿意去讲政治的代志啊。哦，啊，颠倒是迄阵郭文迪吼，因遐吼，民众党诶，伫咧网络顶悬就较强。哦，所以有人讲啊，是毋是即个吼，包括着 YouTube 啦、Google 啊，吼，拢敢若对民进党较不利啦，吼，其实嘛毋是吼，因为伊是对2020诶开始都有去限制吼，因为伊无希望讲因为广告金钱诶广告去影响着选举，哦，所以伊就较早就是有限制讲，你若是伫咧选举诶期间，吼，就是所有诶人拢袂当用钱去买广告，啊，所以。若是为两届来讲，一届是对民进党有利啦，啊，一届对民进党较不利。但是若是安尼看，就是伊是自头到尾拢共款，啊嘛算是公平啦。哦，啊，中吼有发生一寡代志，因为我想我今日讲伤长，我就莫讲遐详细。所以有一个风险啦，我头拄仔讲真侪 YouTube 好诶物件嘛，嘛是有一个风险，就是讲，若是你诶所有诶吼，即个收益吼甲流量拢是伫咧共一个平台，嘛是有风险，就是讲万一即个平台政策有大改变。哦，甚至伊若是发生了啥物重大诶问题吼，因为伊有可能，比如讲你影片无去啊，是啥物等等诶，有可能会造成真大诶损害啦吼，所以即点嘛是要注意。啊，过来就是讲，我拄仔正有小讲者，就讲伊嘛是有一寡限制吼，比如讲标就是讲你内底有内容，可能有一寡较争议性诶物件吼，较敏感诶物件，伊就会。变做是黄标，啊黄标伊对即个头拄仔讲的曝光就会降足低，啊广告嘛会降足低，所以伊对于观看的即个数目甲收益拢会变做有影响着。吼，啊若佫较严重就是黄标，吼黄标就是有重大的违规，可能你放的影片的内容吼有足大的问题，吼可能是暴力啊，还是讲违法的代志啊，吼伊会直接吼甲即个频道就封锁起来。哦，甚至伊就规个频道拢无去啦，嘛有可能哦。啊，再来就是讲伊对于版权的问题，吼嘛是有足注意的哦。啊，因为这部分我想我就先莫讲遐济啦吼。尾啊吼，我拄仔一开始我嘛是小可有讲着 YouTube 的收入啦，吼。啊，一般因为这个 PowerPoint 是我若去甲别人演讲的时阵吼，我会规个讲吼。但是因为这个所在我拄仔有讲过，我就莫个。重复啊，然后我就先跳过，所以到上尾啊，当来就是讲，这个自媒体的运作，那是以商业上来讲，就是要有创作者、观众甲厂商这三个，拢有得到好处，是三方拢赢的局面，啊，才会当行较远，你若是拢偏向一边的时阵，啊，一定有的人就感觉讲安尼唔好，所以。足侪观众吼，伊会讲我无爱看到迄个影片拢咧做广告，头拄仔讲业配嘛吼，莫讲这个业配吼，足侪啦。你若一个影片看起来，啊一堆商品拢咧广告这广告迄，都伤偏向厂商迄边，就是创作者的影片伤偏向厂商迄边的时阵，观众就无爱看。但是这个创作者咧，伊嘛无可能完全无厂商的这个来源。因为若无厂商的来源，就要靠观众嘛。头拄仔讲的直接岛内也是会员，才直接互钱互创作者。但是若是观众嘛无直接支持创作者，嘛无厂商的广告，这个创作者做半工拢无收到钱，就做袂落去。因为即马做影片的成本嘛是真悬啦，所以即马就是讲来做这个三个创作者、观众、厂商拢会当。有真好的这个收入，观众看到真好的影片，厂商嘛有真好的广告，互伊的产品宣传了真好卖出去，安尼规个运作会当顺利的时阵，就会当有真好的一个结果。好，安尼我今仔日个分享就先到遮做完真多谢你遮尔啊详细足侪资料的分享啦毋知含我共会的人听了感受啥物款啦我第一个感受就是讲，哇，时代无共啊啦，也是即个网络时代时代无共啊啦
咱过去想讲要推广即个台语文运动迄种诶做法吼，已经是对时代袂着诶款啦吼。真感谢俊元，你会当安尼足详细吼来阮讲吼，毋知会当讲请你来做阮诶顾问无安尼啦。好，无问题，无问题，嘿，无问题，好好安尼哦，嗯，赞吼。我想咱这做台语运动诶遮吼，可能遐少年诶较捌挂吼，咱像阮这吼，就有需要吼，像你这遮安尼，对即个知识遮尔丰富诶吼，来阮做一个辅导一下啦吼。我是想讲，我想咱遮今仔日时间嘛晚吼，我想内底有诚侪人要问啦吼，我想来分享讲吼，咱即个迄个世界台语文化论坛即个频道啦吼，咱的情形是差不多啊，即摆目前是差不多安尼啦吼。伊这用英语的啦吼，这是咱的频道的名啦吼。遮吼，譬如讲我经即个吼。我先来问你一寡问题啦吼，我一寡实是即个分析的数字我是较看无啦吼。譬如讲即个郑顺聪即个吼，伊遮有写 copyright 吼，我是感觉讲伊迄间分享了嘛袂歹，是那伊的 view 吼点阅数可能真较低，伊遮有写一个 copyright，这敢会去影响到迄个点阅数？有可能是毋是伊有用迄个比如用别人的音乐，音乐对，因为音乐会影响。哈，但是目前啦，因为头拄仔我跳过一页，就是讲迄音乐的影响啊，是伫咧伊若是未来吼，即有广告的收入的时阵，变做是讲伊即个收入会爱互迄个音乐的版权者。但是对于即个算讲是曝光来讲，应该是无伤大影响啦吼。但是你若讲是安怎可能较无人看到，我想较大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无遐多无看的人毋知影内底遮精彩，所以咱可能要想一个办法，即个精彩内容可能是毋是伫咧封面的即个图顶悬，还是题目顶悬，还是说明顶悬，会当写更较清楚，另外即摆有一个方式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时间拢较长嘛吼，你会当甲你感觉上精彩的可能3分钟还是5分钟单独做一个影片出来，会当互大家一摆就看到上精彩的部分。有人可能感觉足精彩的3分钟看了无够开，伊就会想要看完整的，就可以转去看迄个可能长的点外钟、2点钟的影片安尼。所以即摆真侪人吼，伊会翕一个可能足长吼，可能点外钟的影片。伊再甲中精彩的部分拢做3分钟3分钟吼，每一个吼，即个精彩做出来，嘛是吸引大家看会当为即个较短的影片感觉袂歹，再转去看迄个完整的长的影片安尼。OK，多谢哈。我过来讲你即个，其实吼，你来讲嘉宾，我嘛想讲阮遮拢咧讲，大部分拢咧讲迄个台语文化吼，迄种诶议题吼。所以其实你有到当下你就有179吼，我算讲成绩诚好啦，吼，成绩袂歹安尼啦吼。你可能无机会人看着你家己诶数字啦吼，我用你诶来做例吼，用你即个影片来做例吼。所以你这是超出阮平均数，超出足济。来所以你有增加看到你的影片增加6个普通我嘛无增加较济啦阮到我即摆要去倒来看，咱拢总有几个人订阅数我即摆毋知影要去倒来看，但是我印象是咱拢总有380几个啦。所以咱即个朋友你较接讲去 YouTube 啦你甲 search 去甲找讲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遮所有过去影片拢会走出来，尽量你著去甲伊点甲 subscribe 来订阅就对啦若是有一寡感觉讲你有一寡要讨论的
你加减踮遐写一下，因为我发觉讲咱即个频道足欠的，就是讲咱无啥物款影片吼送出去了，无啥物款人有来咧讨论啦，所以加减啊会较影响咱即个频道的即个效果啦，哈。好，安尼俊华，你遮敢有要个需要叫我点啥物所在来看者？我想以后若是有机会啦吼，再请阿伯你甲恁即个频道的管理员的即个权限吼，再开互我，啊，我帮恁去看，啊，所有的内容我再做一个较完整的，甲你做一个报告安尼吼。安尼有好，安尼好，安尼我甲即个权限互你吼，啊，你希望你后边来较针对讲啊，咱即个频道吼，啊变啊改善吼，较来做一个专题啦吼。是。安尼我即摆甲即个时间开放互大家啦吼，看有啥物人要来问问题无吼。咱时间无多吼，要爱赶紧哦。来，迄个李教授，是无？老早请教有 subscribe 甲无 subscribe 会差别是伫对。你若 subscribe 了，你会当讲话，会当 comment。啊，敢是讲伊迄边若有啥物新诶物件，拢寄来互你。啊，你若知影讲你 subscribe 有啥物功效吼？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若要有一个内容，有一个 idea， 啊，要拜托人做 YouTube， 因为家己要安做。即马上好替人做即敢若讲出版社要去咧找。好，第一个就是讲，即个订阅的人吼，若是较早啦吼，较早的状况是，你若有订阅吼，啊，你就有即个频道有新的影片的时阵，吼，伊就会通知你，啊，这个通知就是你若是 YouTube 伊有一个像咧铃铛的迄个所在吼，啊，伊会跳出来，伊会通知讲啊，即个频道有新的影片出来啊，吼，这是早期啦吼，啊，是安怎讲早期？因为到即马吼 ，YouTube 即马已经足侪人咧用，啊，足侪人用，可能已经5档甚至10档，啊，所以伊可能10档来吼，伊订伤侪人啦吼，可能有人拢订了1000个频道，还是2000个频道，所以伊无法度甲所有的频道的所有的新的影片拢出来，吼，所以即马来讲，你除了订阅了吼，伊订阅以后，伊边仔有一个铃铛走出来，啊，你甲铃铛个试落，伊就是算讲是加强的通知啦，吼，你若是敢若订阅，伊即马佫无一定会走出来，啊，迄铃铛爱佫拍开。哦，所以你会看到足侪 YouTuber 吼，伊最后拢会讲吼，要帮我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吼，就是这几套的啦吼。你爱甲订阅试落，啊铃铛拍开，伊才会甲你通知。哦，但是即马来讲嘛，无一定啦吼，因为我头仔讲，因为即马足侪人拢订伤侪频道，所以到尾啊，伊嘛毋敢讲每一个拢甲你通知，通知到伊迄伤侪可能看的人嘛无法通看，所以。变得嘛是伊的演算法会去算讲你应该上介意对一个，啊伊会根据个来通知你，吼、啊另外你若讲下骹的即个，即个留言的部分吼，就是你有登入即个 YouTube 登入即个ID 有登入入去的时阵都会使，吼你有订阅无订阅拢无要紧，吼，但是你若是无有一个伊甲 Google 是共一个，即个账号啦，吼，你有。登入去的时阵，都会当来留看你有啥物即个留言啦吼，拢会当去顶原写呢。吼啊，你头拄啊，第二个问题是讲有啥物制作团队啦吼。其实制作都是一般吼，这制作公司伊可能都是会当即个翕影片啊，会当替你加影片啊吼，这是真侪制作公司拢会当做吼。但是较大的问题是讲，即个 YouTube 的频道吼，毋是讲你。放一个影片、2个影片起嚟，伊都会随有足侪人看。哦，所以我头拄来分享就是讲，嘛有真侪频道，伊无法度吼，因为你这个影片放起嚟的时阵，大家毋知影有这个影片伫顶悬。哦，所以变做是讲爱有一个长期的经营的这个概念啦吼，要知影讲安怎来长期经营，才有法度，互佫较早侪人看到。啊，而且吼，这是伫咧这几档啦吼，可能这3档来。更较困难吼，因为吼，即马伤济才会创作者伫咧 YouTube 顶悬传影片起嚟啦吼，
伊即卖的统计吼，是每1分钟都有400点钟的影片传去你 YouTube 顶悬。哦，所以即马伤济啊啦！即马你若是家己翕影片佮传去哩吼，要互人看到的机会，其实真正是变得足少。哦，所以你若是有短期要宣传的物件，规期变得是爱有一个宣传费，直接甲即马已经有哦做了真好的 YouTube 来合作，哦，请伊来替你宣传，这是较直接的方式啦。哦，无有可能你若是想要短期宣传，但是你这个钱开落是来翕影片，你会发现讲，这影片做好啊吼，用这个气力甲金钱做好，但是你囥去煞无人看，啊，等得你就爱搁开迄个广告费去，互这个影片互别人看，哦啊，所以这就是讲，对于你想要宣传的物件是长期的，哦啊，你若是长期愿意，哦，爱有这个资源，哦，这个经费，啊，要来长期做这个 YouTube 的频道来讲，吼，再来家己做，啊，若是只是要宣传短期的物件，吼，规期都是。直接找已经成功的 YouTube 合作，效果会更较好啦。哦，啊，若是讲公司来讲吼，这可能就即马市面上吼，可能嘛，要怎讲呢？应该是讲足侪人拢讲伊足厉害啦。哦，但是我是较无建议去找遐个公司吼，因为遐个公司可能收费拢足悬啊，其实伊嘛无法度保证你会当成功啦。吼。所以我嘛是建议讲，爱先去思考讲到底目的是啥物，啊，再来做一寡长期的规划，可能会较好。哦，啊，这是我的回答。来找你会使无？因为我家己吼嘛唔敢讲我是做成功啦，因为我订阅数嘛才10万尔吼，啊，所以我只是甲我的经验甲大家分享，啊，而且我嘛无开公司啦，所以我。即摆吼，我做我家己的频道，可能拢无时间，哦，所以我会当帮忙的，就是讲大家若是吼有需要一寡意见，啊，我会当甲大家看讲啊，即摆经营了状况是安怎，啊，我用数字的分析，我较了解啦，我会当甲大家分析讲啊，可能即摆的问题伫倒位，啊，为倒位去吼行，可能较好，啊，若是。要找我制作，我可能无法度啦，因为我唔是专门咧制作这个影片的公司吼，我拢家己一个人咧做尔，所以我可能无法度吼。感谢。啊，若像讲家己做了，感觉无满意，要拜托人甲咱改一下吼，还是替咱翕几张较好的相，迄要找啥？这都变做是找专门咧做这影片的公司啦，吼。影片。啊，即摆嘛是有分啦，就是讲有的这个制作公司是咧做像较传统的哦电视迄个规格的影片，哦，迄都是贵哦。你若是翕一集起来，可能爱台票爱几啊10万。啊，但是即摆嘛有真侪新的媒体公司，就是专门咧翕网络影片即款的。啊，这个成本就较低啦，可能若是你若敢若做一届，可能收费较悬啦，但是通常可能1万还是2万台票都有可能做一个影片出来。啊，若是长期配合，可能会当成本较低安尼。袂歹啊，谢谢，谢谢。谢谢。迄个 Candy， 你敢有举手？还是饲唔对？我饲唔对，歹势。饲唔对哈，好来，咱时间无早啊，吼，啊要发言的人把握机会。无咱今仔日个，后来迄个陈女士就举手吼来，请你。我呀，这多谢中文兄吼，这今仔日有足这代志，这个新的科技吼，实在是足厉害吼。啊，我想讲咱来为这个推杀台语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新的科技吼，来个想看卖啦吼。啊，第一吼，我是感觉讲。这个新的科技吼，这个通讯的科技吼，啊，要救咱台语，还是讲要推销台语吼，这咱一定爱上车啦，一定爱入去啦，若无吼，真紧就互这个强势语言消灭去吼。即摆即个科技吼，从 YouTube 啦，这已经有 AI 伫迄内面啦吼，伊个广告的力量实在足大啦。
足大甲咱无法度无加入去吼。啊，你若咱台语若入去了吼，就等于讲像讲加入你一个语言的联合国内面，变做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安尼吼，变做正常去啦。因为你若无加入吼，你真紧就会学伫网络顶悬的语言吼，会袂当甲人竞争啦。所以，若加入去即个现代网络的语言吼，咱会使甲看做是，像讲发达国家安尼迄款的 developed country， 还是讲 developed language 迄款的迄个概念来甲看，咱袂当无加入啦吼。但是呢，你若为商业模型即个观点来看吼，加入去即个现代科技的网络吼，并无保证讲你会当成功吼，并无保证。但是你袂当无加入吼，因为安怎讲呢？你为现代即个商业模型来看吼，咱对台语生疏的人上入去网络了后，经过现代科技来受到即个台语的即个商业广告了后，因为对伊来讲，这是台语是一个广告性的，因为对台语足生疏所以要为即个看广告进入去到接受台语，变做伊生活的语言吼。这个也是一个足大的这个空档 gap 伫因中间吼。比如讲，我即摆是对台语生疏啦，我入去这个 YouTube 了后，看到真济足深熟的台语的影片啦、啥货种种吼，对我讲来，是一个广告，真好的广告，但是要甲影响到我，甲台语接受。变做我的生活语言吼，即个中间的距离也足大。这是咱台语的商业模型吼，利用现代科技的商业模型爱克服的一个坎障。我无确定讲是毋是干那靠现代科技会当超过即个坎障，互真济对台语生疏看广告的人变做采用台语变做伊生活语言，这个是一个足大的坎障这个就引起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现代科技佫互你佫较敖啦AI 啦啥货甲咱个人的自主性咱个人这个人的自主性，这个中间要安怎来平衡咱是要安怎伫现代科技的中间来把握咱个人的自主性，保持咱这个机械以外的自主性，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伫咱利用现代科技的这个阶段这个可能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咱袂当袂记一个多谢。虽然你无开麦克无听到你的麦克。哇，但是现即个问题足大。好啊，安尼有听到无？有啊有啊。有吼，因为我头讲伤久，我身躯顶即个麦克无停去啦。因为这个 Google 的翻译啦其实若是会当互伊加入台语来讲我相信会有真大的一个发展啦因为即马包括着伫咧 YouTube 顶悬伊有一个叫 CC 的字幕像我家己拢会甲即个字幕去 CC 字幕传去这 CC 字幕我即马是用中文来做但是因为 YouTube 甲 Google 的翻译是规个连做伙所以你若是电脑顶悬看伊 CC 的字幕已经会当翻译做100外个国家的语言，拢会当翻译出来但是真可惜，就是即马台语并无伫咧 Google 的翻译内底
但是我有看咱这个问答头前嘛有访问到甲 AI 甲台语有相关的一寡专家嘛若是我想有机会啦是毋是？廖教授，你毋知会当咱讲几句？阮副教授，你敢搁伫咧？你敢是咧讲迄个咱较早 YouTube 咧做迄个其中的一集有啦，我有电，相对啦，我问题我听无太清楚就对。即摆伊就是咧讲，即摆即个台语敢有法度通伫 YouTube 出现安尼？当都爱家己做啦，不过因了无做代志安尼。所以即摆对，所以我是想讲，咱那个要推送的方向啦当然对一般人继续去推广但是若是有法度，甲 Google 迄边是毋是咱嘛是甲较侪人去甲建议讲，台语伫台湾嘛是真重要一个语言，甲伊会当若是进入了 Google 的范围了，会变做讲所有的 YouTube 顶悬的内容拢会当有台语会走出来，这对所有想要学台语想要了解台语的人，还是讲可能伊对台语无遐熟，但是你看到即马大家讲台语的影片，伊会当翻译看字幕，可能有英文，甚至日文，甚至中文的字幕会当出来，互伊看有，安尼伊变做一个会当有互相交流，变做一个真好的一个管道啦所以这是我想伫咧现有的资源内底啦若是已经大家家己做的这个台语的这个翻译的软体，也是讲这个模型已经慢慢会使的时阵因为当然 Google 我是无直接联络的管道啦但是我想讲，若是甲台湾的可能一寡力量结合起来是毋是大家甲 Google 建议讲，台语会当列入去伊的翻译的其中一个语言因为伊内底其实已经有我已经即马130几个语言拢有伫伊的翻译内底啦所以若是台语会当入去，这是真大的一步讲转来就是讲，当然所有的影片的创作一定是人是上根本的这个科技是一个工具，是甲咱斗相共所以我头拄嘛有一直讲，就是讲这个创作者伊的自由伊的家己的这个创作永远是上重要的当然需要真侪的新的科技，甲咱想要推出的理念来斗相共更较侪人看到但是最后也是爱转来讲，这个人的创作是爱创作出一个真好的物件互遮好的理念会当传出去这是上重要的。是6月29迄个廖冠宇教授会来甲咱讲分享即个台语 AI 最近的发展啦所以即个月底6月29请大家请期待安尼迄个李教授你敢搁举手安尼咱最后一个问题真紧我拢有咧请教遮先进梁公兄拢有帮忙我捌请过陈雷兄我的想法就是讲，咱台语基本的这个语音，就爱写较清楚咧。若用国际音标，会当直接写出来，安尼连电脑嘛较会晓读啦。我是安尼想所以这个台语的语音就爱表达得更较清楚咧。安尼这可能配合 AI 啥物负荷拢咧转换拢会足紧啦。好，安尼我即马我着咱的video 给它禁起来